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内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天之泉比一千个赞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陪搁在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内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袂停，感觉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天之泉比一千个赞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
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冬，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内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势变成看待，都讲点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彩，宝座风吹，心边只存你一千个等待，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冬，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内心。三来黑白母，做
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是变成看待。好好听哦！我们就这样一直放着，然后今天配信都到这边好了，好，大家拜拜。好好听哦，我们就继续听下去不好吗？超好听的，救命啊！大家昨天有一起降落试听了没？天哪，真的超级好听的！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等我姐哦，都这么好听了，我们干脆就继续听下去不好吗？等我一下哦，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午安。等我一下哦，大家午安，午安。我昨天聊不够，昨天因为肚子饿临阵脱逃的朱蒂卡，我们今天继续聊。Hello， 午安，大家午安，午安。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我们的 VGM。目前一嘎嘎的show，今天开在这边，无形你分镜已经完成了吗？啊，吉嘎加伊拉塞！哦，跟我们专辑快要发行了，谢谢吉嘎加，爱你爱你，谢谢你们，谢谢。我昨天带大家降落到我们。算是非常非常吊大家胃口的短秒数试听的影片啦，吼，就是稍微大布老师截取了，就是每一首歌可能算是精华的部分吗？但是我觉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精华所以那个精华的段落挑选真的是很烧脑啦，对，所以昨天降落过去，等一下怎么会电量不足？等我一下，我的面补，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而且 BGM 是不是有点太大声了？等我一下。好，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卡架。来，我们从去年8月20号发行的卡架出发，一路到昨天真的开始宣传我们的专辑了。天哪，我带大家降落到我们短秒数试听影片的那个当下，超级感动的。声音都 OK 吗？好，在等编辑回复吗？今天慢慢摸。好，等编辑回复，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很焦虑。我超懂那种心情。声音 OK 哦，谢谢你们大家，午安，大家中岛平安哦，中岛好哦，我是迪卡屯 Joki， 大家午安午安，我先一一跟大家打个招呼吼。昨天真的是聊不够，但是肚子又饿，真的是各种纠结，想继续聊，但是肚子又好饿，这样子，干脆就是提早降落，然后有一种饿叫朱蒂卡，怕你听不够，真的这个讲，就像我们 W 老师这两天有发推说。现在啦，其实时下当下就是全世界的音乐产业吼，就是制作歌曲基本上有给你3分钟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对。但是本频道制作出来的专辑就是就是有一种饿叫朱蒂卡担心你饿，有一种饿叫朱蒂卡觉得你饿，对，我们就连每一首歌都觉得你们很饿，基本上5分钟以上的很像还蛮多的，很像还蛮多的。本来想说怎么从第2首开始就第1首的就对，我待会跟你们一一介绍，我们从第1首到最后1首，每一首真的都是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精华。首先先感谢咱的吴兴老师啊，咱捧一下催泪，对，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吴兴老师的肝脏，而且真的就如同吴兴老师说的，基本上这张专辑已经。我们最近讲那个谁的形状好像不太好，但是我也这样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怎么办？好，这张专辑基本上就是一个朱蒂卡的模样。你会在歌词里面发现吴兴老师真的把我看透透，哎呦，好害羞哦，就会觉得吴兴老师他平常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帅气中性，然后很强，可是为什么？就是在于很细腻的东西，他居然看得出来，可恶，被看透了。
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编辑大改，通常都是自己 OK 自找麻烦。好，我非常懂，因为我是这一类型的人。吴昕老师，大家午安午安，思思云天，我们长官燃烧神教他吧，然后吉卡酱，然后我一一打招呼吼。然后这位是财鼠伊拉夏，然后因为目前大家的这个名称好像账号化了，我尽量认出大家是，还有 Rover 长林哦，然后还有你们等我一下，然后晴天伊拉夏8月1号先生，然后午安，哎，这个是选股先生在12月29号也即将迎来初配信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泽野先生薄荷，然后吴昕吼，然后还有我看一下，等一下很努力在认大家的账号，还有对咳嗽一下，然后库玛伊拉夏云天。然后好，应该都有打到招呼。Kevin 思思有看到你，小天伊拉夏，然后趁扛把子还没来，赶快讲一讲是吗？然后你们讲到扛把子，我现在都要想到大宝色脸，就怎么这么扛啊？年底真的是扛翻天呢，要不要这么扛啊？可是就如同我们的可爱的人形乖乖吴谦老师说的，就。他一直都是个很扛的人，就只差扛多扛少。他只是在今年年底就不晓得为什么扛了很多，但一直都在扛这样。还有刚刚我在setting的时候，你们那个中山腔，什么中山腔谁啦？什么你好什么鬼？又在玩那个什么小三腔、大三腔、中三腔什么鬼？感谢斗内，感谢给予迪卡屯足迹频道一个健康的金流，让主播一当假卡久的啦吼，真的是吼，卖你几，你家对了啊吼，规讲你咧忙，迄观众一当互咱斗内一个吼，互咱一当假卡久的啦吼，谢谢，不管是昨天的八七还是今天吼走过路过，然后手滑斗内的都非常非常感谢，对。然后大家非常包容你的龟毛嘛，每一首都在尽量克服导音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的我觉得那个并不是龟毛，而是老娘就是想走看看红毯一下，你必须要龟毛。如果你的龟毛可以成就我们团队走红毯，我宁愿你继续龟毛下去，亲爱的吴昕老师，好不好？你是我们团队非常非常重要的台语老师，就大家基本上都各司其职。各司其职的龟毛，其词是什么？你看我们扛把子 double 老师出现了，没有错。其实我们团队大家都龟毛就大家不知道在龟毛什么。我自己龟毛就龟毛在说，可能唱的部分我能够做的就是唱的部分的龟毛，然后吴昕老师他能够定我的部分就是台语导音发音，还有一些音调的部分尽量定。对我就是让他尽量定到就是台语学者听到舒服的这个程度，我们也舒服，懂吗？红原以拉塞，然后 double 老师基本上就是在音乐的部分，嘿，非常非常的改病。好，我们改到最后一刻，爽啦！我们团队是集结各种龟毛于一身的团队，就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面龟毛自己，然后弄死自己，太棒了！痛并快乐着，你们知道吗？谢谢两倍老师扛把子5星美人导师，对，非常可爱，非常美，好不好？5000人形乖乖，还有后置团队，是的，小天，真的，我猜长官讲的也是他吗？长官怎样？长官，你又想被断手断脚吗？然后人只要好，大家都会找，真的，大家都会找什么东西？找什么东西？我刚刚等一下太多话题了，一度跳不回来。还有周三枪今天是周三，所以待会会来个周三枪，是这样子吗？对，我们两倍老师扛把子出现了，等着过劳死。我们这个团队超过劳的就不知道到底在过劳什么，而且大家都是弄死自己的那种就是彼此在雕自己的部分，雕死自己的那种。玉山枪啊，李山枪。好，我们谢谢吴昕老师。吴昕老师，我给你上。吴昕老师，我真的很抱歉，大家就是找到你的弱点。高雄猪的频道下次会出现凤山枪跟这里。
这个家你太懂了，你明明住冲绳，你为什么这么懂高雄？这个家没有错，我们凤山腔、冈山腔、旗山腔吼，等着各位各种山腔的到来，好不好？谢谢这个讲，这实在是太有梗了，这个讲不是，这实在是太靠北了。等一下，这个讲不好意思，你让姐姐顶上去一下啊，这个。让姐姐就是对你，谢谢你包办了姐姐中午的快乐，你让姐姐顶一下，对一下下就好。谢谢这个奖，期待红毯，我们也真的是拼死命在做这张专辑吼，我们真的是拼生命在做这张专辑，他妈再没有办法走红毯，那就没有办法走红毯啊，不然怎么办？香菜拔起来。顺着看到小队种下去，可以，我要看你们相爱相杀。对，你好，初见安安，这位是花花最喜欢，那婆伊拉塞，然后黑夜伊拉塞，然后是要喂我吃香菜吗？来，巫仙姐姐喂你过来，可以芋头，可以不要你，不要买我。我们巫星狠起来是很狠的齁，可以但只吃甜的吗？我今天其实绕了大高雄。又一圈又一圈吼，又去找了一些就是著名的一些想要拍进行车记录器的一些景，然后在路上有看到有人在卖山芋哦，那个很好吃，你们知道吗？那个沾那个酱油、蒜头导油哦，嘿，真正有个好吃的，我告 Q 个桑哦，很好吃，那个山芋头你们知道吗？对，就我先说鲜蛋饺可以买实体送出，但你其实。那你就折断，你就说四肢没了没关系，你就从中间折断，这样可以吗，长官？阳明山腔你好，阳明山腔你撒回啦！你们最好是那个玉山腔、中央山腔，然后凤山腔，各种台湾山腔都给我出来！我们迪卡屯主机频道的观众，好不好？我们各种雪山腔，我们台湾。非常非常著名的各种山，最好是今天都给我出来哦，知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突然要玩这种莫名其妙的？可是我好喜欢你们这种莫名其妙的抖内啊！果然配音就是我的休闲时间。欢迎大家来朱蒂卡频道发疯，我最喜欢你各位发疯，你发疯我发疯，大家都发疯，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谢谢大家。我最喜欢聊天室，蜜芋头赞啊，蜜芋头！我觉得老板是那种大家都会找 double 身上拥有一样的气息，我觉得会耶。团队的大家真的是，大家真的很像是整死自己的那种特质的，大家就是聚在一起，真的很爽快耶。就会觉得说做事风格舒服爽快，因为大家都很整死自己，然后就觉得不用彼此盯，大家就是已经定爆自己了，完全不用彼此互相定，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就已经各司其职，定爆自己了。那种快菜式夹腿，好，谢谢山哥，谢谢三哥，你也不遑多让，三哥你的腿长出来了吗？长的是模范长官。可是他顶花一下下就好，对，可以顶上去，对。然后其他人很优秀嘛，大家都优秀，所以你可以感受成钢弹的腿。我们那个西肉尾先生，我们那个恐怖情人先生，最近出了那个进步丢该的那个原子笔，我好喜欢哦，咔嚓咔嚓，马上自爆，肯定要再酱油蒜头444，我追不到聊天室，快餐是当钢蛋腿超赞啊！喜欢那个咸的芋头，那个很好吃啊！吴声老师，原来你这么喜欢，我知道你1月来高雄，我要请你吃什么了哦，太棒了，大家都来蛋腿是吗？他娃你也想吗？哦，甲仙美容那边很多人在卖吗？是，对，毕竟那边是山区。然后长官，钢铁熊腿，好，钢铁熊腿，昨天吃了6条地瓜。等一下，为什么你生而为地瓜，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地瓜？到底怎么回事？生而为地瓜的你，如此的爱地瓜，就像生而为猪的我如此的爱猪，这像是一种相爱相杀吗？很像是我们期待原本山这样什么东西。好，谢谢你各位，对，谢谢，对我好喜欢这一类的抖内梗，然后炸芋头菜，蚵仔枪嘛就好吃，吴轩老师好吃的啊，不是吴轩老师不知道喜不喜欢，但是吴轩老师对芋头料理应该是算 OK， 只是香菜他很像真的不太行，对。他称香菜说他连喷都不是，就连曾经是食物的喷都不是。你看他如此的厌恶香菜，每个人对自己要求很高，真的。就改成 USB 快速插拔版本的那状态。好，谢谢三哥。
我觉得三哥来到本频道真的脸坏掉了。三哥不喜欢咸的沙沙芋头，那你喜欢沙沙给油吗？哦，对不起，好冷哦，对不起。假仙山枪，谢谢推广。哦，假仙三枪，哦，不客气不客气，假仙三枪好吃。对，我今天真的是买了大概200块一袋，200块的芋头我买得下去。对，如果今天是200块的菱角，我可能买不下去。那200块的山芋头我买得下去，这就是爱，你知道吗？你知道这200块可以吃几块鸡排吗？哦，像鸡排越来越贵了，像就是顶多两块鸡排，对，像物价是越来越贵了。但是200块的山芋头我居然买得下去，你看我多爱！谢谢假仙山枪的这个20块斗内，好不好？谢谢感谢您各位各种山枪来到本频道，对，欢迎留下你们非常非常健康的金流的印记，支撑本频道，谢谢大家，谢谢。如果吃太多，很像抢先体验以后什么埋在后山被冲走是这样子吗？沙沙给yo我也喜欢啊，超级喜欢啊，那个兵长超帅。哎，不是，半屏山枪你好，半屏山枪是谁啦？谢谢半屏山枪留下了你非常非常健康的这个斗内的这个金流的印记啊。我就问半屏山在哪里？哎，台湾半屏山在哪里？还是根本就没有半屏山？我地理真的很不好，对，我只知道南区这边就冈山，就像这个讲被顶上去的干山、粉山、旗山。对，台湾有半屏山吗？对不起，如果有的话，真是それがもし訳なくて恐れ入ります，真的非常不好意思。需要USB 乐插拔腿吗？这么方便的东西怎么可以让你们拥有？我也想要。不好意思，然后谢谢你们，中岛平安，中岛好，欢迎大家来到猪猪的频道。半屏山那只猪好可爱，半屏山。对啊，那个三枪的那个猪很可爱啊！欢迎大家多多抖内，搞不好你就有机会让半屏山枪的这只猪出现在你的抖内讯息里面。感谢。吴昕老师，你1月来的时候是想餐餐吃香菜吗？吴昕老师，我相信你会很喜欢的吧？你一定很爱的吧？你这么爱我，一定也很爱的吧？香菜嘛，对不对？半屏山还真的有，高雄有半屏山。啊，我不知道哎，真的位于左营男子区，天哪，我真的愧为高雄人 ，Oh my god！ 啊，我不知道，我今天还去左营莲池潭那边照龙虎塔，我居然不晓得那边就有半屏山，我的天哪，大姐，我愧为高雄了，我的天啊！我真的很抱歉，半屏山，但是呢，你的抖内反正也被我遮住了，非常没有诚意。好了，我把大家的抖内要缩小一点吗？但是缩小大家很像那个字就看不太到了。好，我们至少曾经拥有过我们半屏山的抖内，想再出现吗？再次抖内就出现了，谢谢。对不起，我真的地理好烂哦。是香菜吗？你们会想成香菜？我还鲜豆嘞，大家都想拥有的鲜豆啊！不对。我怎么又跟你们鬼扯起来了？我今天是要跟你们聊我们的专辑的短秒数的试听，让大家非常的感动，让朱迪卡很感动。怎么聊到半屏山？等一下，半屏山枪，半屏山，你抢走了我的话题，真不愧，掠夺因为像半屏山，所以好，这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长官。柴山寿山，我今天也去了柴山寿山，我又照到了好多好多的猴子兄弟。对，是当初，是因为当初挖成并一半哦。那当初为什么把它挖到一半？当初是有什么目的把它挖一半吗？四兽山枪着为专辑超好听。四兽山枪是什么啦？不是台湾有四兽山吗？台湾有四兽山枪吗？专辑3点，日本行4点半啊？什么专辑什么？长官，你帮我记录的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有印象？回到比格伊拉下，四兽山哦，沙石水泥厂那边真的有四兽山吗？你们有没有这个？我好小。完蛋了！我发现我真的是对各种台湾地理都不太了解，我到底是怎么生存到现在的？
哎，这样想想我还蛮厉害的，我从5004年就生存。三枪你好，哦，你好，这等一下，你想表达什么？3个枪，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你好，你好，幸会，我叫朱迪卡，谢谢你的抖内，感谢你留下了健康的金流的足迹。对，沙石水泥厂那边，天啊，大姐，你不愧是南部人，你真的好懂高雄哦！天哪，哦，四兽山是位于台北信义区南港区交界处，有虎山、豹山、狮山。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这个不知道情有可原吧？毕竟这个是在台北啊。四兽山位于是不是信义区南港区？好，这个情有可原，毕竟我不是台北人，对不对？是不是？连他北部人也不知道四兽山嘛，对不对？你说这，张哥，你再继续照啊！好，我现在马上就要进入主题了。我跟你们说，我们昨天的那个，你们等我一下，我现在好热。等一下，我真的马上要进入主题了。等一下，我现在去换一下短袖，你们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刚才发现我们的那个专辑的那个声音好像调太小了啊！不管了，反正我回来了。这是台湾山岳主题，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歪掉了。刚听成什么四兽山岳，不山。好啦，我记得石油王应该是真的可以买下整座山啊，半屏山挖到圣山，半座山。只有女生头发梳成那样子，对啊，我只知道半屏山原来是台湾真的有半屏山，我的天哪，这边已经变保护区了。有几位声音真的很明显吗？那你们听得出来自己的声音在里面吗？昨天我的天哪，我们欢迎毛毛老师伊拉夏，我们这次的干将之一啊，我们这次非常辛苦的干将之一毛毛老师出现了。等一下哦，我把我们的这个卡夹。毛毛老师，昨天我们带大家降落，然后也公开了我们这次专辑的短秒数影音试听，真的是超赞的啦，太赞了！等一下哦，我的面补就又不理我，等我一下，面补乖乖充电啦！他到底有没有在充电啊？等一下哦，山枪您也好。我觉得这位三枪应该是个漂亮的女性，是吧？等一下，我的面补他现在在发疯，等我一下。好，我觉得这位三枪应该是个漂亮的女性，对吧？对，你的这个山应该是姗姗来迟的山，对吧？对，感谢毛毛老师，我们毛毛老师在这次的专辑贡献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哦。我跟你们讲。这次的 NC 也是毛毛老师贡献的，那个曲子真的是超级超级好听的，尽量公平公正一样大声啦！毛毛老师对，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吼，一定要赞的啦！谢谢你们，对，而且
好险，大家团队的大家很像，就是都是忙到就是专辑的尾声才开始，就是各种病痛出现。我只能说550波比哦。第一首试听版本还有只有伴奏嘛？我跟你们说，嗨，讲到这个，我先把数位板拿走。好啦，来，我们真的要带大家来一首一首的简单讲解一下吼。所以真的超级好听的。对，有了问第一首，来，我们第一首现在就马上，来，我要拉进来，然后，但是我这里会让你们看到小小的画面。是神谷神蛇，我也很期待让你们就是在下个礼拜快点整张专辑都听到。来，敲环众生，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好，讲到来，很磅礴的嘎叽是不是？但是他现在跑到卡加了，对不起，等一下哦。来，我们先停在嘎叽德亚这个嘎叽哈，这个嘎叽德亚的嘎叽。来哦，这首歌其实简单来讲啦，我就是在致敬张惠妹的《战之祭》。猪猪他，对，猪猪他本身是非常非常深度的妹粉，对，就是张惠妹真的是我的从小到大的神啊，就是华语乐坛的女神，对，所以妹的专辑就是必收，一定要收，所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专辑基本上都一定有买，我连卡带式的以前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是听卡带式的那个孤单 Takula。那时候不是听那什么童谣童书，而是听孤单 Takula 睡觉。对，所以就是一路把妹的专辑听到现在。然后他其中有一张专辑，然后的第一首歌叫做《战之祭》，那首歌对我而言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因为它是融合了就是原住民的一些音乐跟很磅礴的前导音乐放进去专辑里面，做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前导音乐。所以当初要做专辑的时候，我就马上跟大宝老师提出说，老师，我要做像类似这种的幻想自己是张惠妹这种前导音乐的这个，于是它就变成了我们这张专辑的嘎叽。对，而且为什么叫这张就是这首前导音乐为嘎叽，是因为我只是单纯觉得嘎叽这个很帅气，就是这样子。对，所以今天刚好就是在我们专辑试听的影片公开的第二天，我想说一首歌，虽然说只有让你们短短的听到一些精华部分，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很多话可以讲哦。第一首会有台谣吗？我觉得这一首嘎叽啊，其实我们不要特别去知道说它是一起嘎叽底下的嘎叽的话啦，它的发音其实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帅气。对，你们不要知道说它是嘎叽底下的嘎叽的话，它很帅气。但是一旦你知道它是嘎叽底下的嘎叽，它又很台味。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前导音乐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不知道是我哭点太低还怎样，我又是马上就是听完之后马上飙泪的那种。而且我记得这个嘎叽的 demo。很像是很前期就出来了，对不对？大宝老师很前期就出来了，而且是那种一瞬间，我就说好，我希望有像《战之祭》一样类似这种的一些前导歌曲。然后大宝老师说：“哦，好哦。”然后过几天之後，好像馬上就出來了，所以馬上喝來欲しい。これが恋人さんいらっしゃい，然後F 先生いらっしゃい。所以火锅神什麼想到已經在第二首了嗎？對，因為想說給你們稍稍搓一下，賣個關子，所以大寶老師稍微只剪輯了小小的精華。但對我而言，就像我剛剛開台的時候說的，每一字每一句對我而言真的都是精華。老師們真的是哆啦 A 夢，真的超級超級厲害，真的。毛毛老師也是啊，而且毛老師我剛才在講說我們團隊各司其職，然後各司其職什麼？除了就是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面做好之外，還各司其職弄死自己。
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弄死自己，这样子，对，是不是？多拉低扛，是不是？大宝这边多拉低扛，毛毛老师突然谢谢我，才要谢谢大家，都是彼此要谢谢，彼此都是彼此的贵人，对，多拉羽扛，多拉毛扛，多拉肩扛，对，大家都很扛，好不好？超扛的，所以这首歌，嘎吉其实那个时候很像也是很早很早就已经决定。他就是要第一首，然后就是要做成一个很磅礴的前导歌曲，而且，朱农先生也拉下来，朱农先生最近出现都会带有就是非常惊悚的表情，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惊悚式的打招呼吼，非常亲切。对，我刚讲哪里？对，所以就是在这张专辑确定要制作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确定希望有很磅礴的前导歌曲，而且这个前导歌曲，与其说它是台谣，其实我认为它并不台谣，但它也可以很台谣啦。我觉得与其要台谣，我希望前导是很帅气、很磅礴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把一些很好笑的念词加进去，对，然后之后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是再把这个前导歌曲，我后面那些很磅礴的声音录进去之后，很像前面还少了些什么，所以我们在录 demo 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觉得说，好，就是因为是 demo， 然后希望就是让评审老师，就是我们那时候要申请补助的时候，希望就是让评审老师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就是会心一笑吧，所以那个时候 demo 就乱录。我就随便讲啊，我是迪卡屯这支啊，带你玩米线啊，那来到高雄5000年咯，这是随便乱念哦。对，我想说就很好笑，就明明是一首很帅气、很磅礴的前导歌，但是故意就念一些很奇怪的词。OK， 总之 demo 过去了，然后也或许有让老师们留下。就还蛮反差的印象。总之，我们这张专辑也是有获得文化部的补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对，然后呢，直到我们把这张专辑要收尾的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说我这个念词随随便便的念词其实是没有要加进去的，其实以为我没有要加这个奇奇怪怪的念词，但是呢，我真的是太天真了。吴昕一瞬间已经把非常布袋戏式的江湖念词，啪的一瞬间就已经帮我写好了。我当初看到心里想说，哇靠，真的要念哦，真的念哦，好来念哦，拜来念一下。也就是说，我原本想象中的前导曲其实就没有什么念词，然后就类似阿妹的站之姿一样的帅气，对。但是到了后面，我会发现说。好，既然是一张这么台的专辑，然后吴昕就已经帮我把这个所谓的定场诗都已经写好了，念都念，我都念，就念没有问题，念，大家就干交换来交换去，是毛毛老师，波西米亚老师你拿下来，谢谢，真的要谢谢各位老师们，他们的肝真的是无限增生哎，还在募资，小小的偷偷，对，还被发现，我那个时候你知道长官的耳朵真的很利。哇，长官，我真的觉得我要给你剁手剁脚之外，我还要帮你剁耳朵，你知道吗？你的直觉真的是太敏锐了，我真的最讨厌直觉敏锐的小鬼。因为那个时候募资宣传影片，对，大宝老师都偷偷用嘛，然后长官听到的当下，马上就在聊天室留言说：“请问这是专辑的其中一首吗？”我超想给他灭口的，你知道吗？就长官哦，超想灭口你的长官太厉害了。对，谢谢我们那个2倍总扛子，对，2倍扛把子老师。重点是为平台发售，对，这真的很方便。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在各个数位平台上面。狂听狂 repeat 我们这整张专辑，并不是只有短秒数的试听，而是整张专辑疯狂 repeat 试听。这不是我们的那个宝到天灵盖的柚子吗？柚子，我今天要去猴子大学取材了。对，因为我少拍了一些东西，我要去取材了。这样上课休息中偷听，谢谢柚子。好，柚子你的论文也加油，期待你明年好消息哈。有些听到那种，听到 demo 的版本。大宝师应该可以吧？我们专辑露出之后，我们那些很白痴的 demo 版本，我们也可以就是找一天配信公开给大家，是可以的吗？我觉得那超好笑而且我跟你们讲，NC 这首歌很美、很磅礴、很悲情，但是毛毛老师一开始写的词很北烂，因为那个就只是要过补助的 demo， 所以我也是。
这一次跟大家一起正式制作专辑，才知道说原来在 demo 的部分大家真的都很随性，然后也不能说随便，大家 demo 其实都做得很棒，只是大家 demo 里面的词真的很随便，真的就是很荒唐很荒唐。对，就例如一首悲情的歌，之前阿潘老师的歌我也常常唱嘛，然后其实大宝老师有给我听过类似阿潘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要做 demo 的时候，就一首很悲情的歌，里面唱的是你是小杂波，姐的小杂波什么之类，就明明是很悲情的歌，但那他们词真的就是填得很荒唐，因为就只是要听 demo， 就诸如此类，我才知道说哇，原来 demo 可以做的如此的荒唐，在词的部分啦，对，很帅。先生想当布袋戏编剧的干妈。可以的，吴行，我觉得你真的太优秀了。年纪轻轻的你，我都觉得5004岁的我，现在到底在那边干嘛？真的，所以我出场的出场队，我们吴行已经把我的定场诗写好放在那边。我不念吗？我念，我都念，对，念都念，真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嘎吉的这首歌是有配定场诗的，超级中二，超级帅气。从小梦想就是雨林当兵，就鸭母王吗？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就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个很优秀的作词老师嘞，真的吴昕。重点是吴昕年纪真的超轻的耶，你怎么可以这么年轻啦？讨厌，好羡慕，好厉害哦！就定场是要非常专用的布袋戏偶吗？布袋戏布偶我这边目前好像没有，但是我有那个有胖次的那个1800块的那个，目前好像只剩最后2只，谢谢大家。模范长官。帅不会打输你，是用薯条打，拜托。好，我们长官，你真的知道的太多了，长官，真的谢谢你的专情，长官。各大平台都可以听，是的，小天，你说这，对啦，就是这首。好，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到 NC 的时候，也是可以稍微带几句前面的歌词很悲情的部分，然后我稍微再唱一下，就是 demo 版的跟现在正式要发行的版本，让大家对比一下，这样子。你对我而言大概200多岁差不多啦，涉世未深哈。可是你的工作经验也太丰富了，吴昕。好，这个就是嘎奇的部分，然后嘎奇的部分我们真的也谢谢很全能的，这个是维权替我们制作这个曲子，他真的是也是年纪轻轻就非常非常的有才哦。我们这张专辑真的是各种神人集结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来嘎奇的部分，紧接着来，接下来卡夹部分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啦。卡夹部分还需要再解释吗？卡夹就是我们的起头哈，我们的契机，所以我们就先过去一下。我们先来介绍这张专辑其他的歌曲。OK， 萨勒代，嘟嘟嘟。这张这首歌一定要慎重的介绍。好，嘟嘟嘟的各位战声大佬们，各位有进我们录音室的大佬们，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啊。来，我们把我们的画面切回去嘟嘟嘟的部分哈。来，我们首先感谢我们这次的募资大佬，以及持续在猪猪频道黏在高阶会员的这个非常非常尊爵不凡的你们大家。帮自己拍手手，谢谢你们。对，就是尊爵不凡的你们，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去录音室，然后留下你们的赞声。对，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嘟嘟嘟，大家。对啦，你们真的很懂猪猪。来，我喝口水。嘟嘟嘟的来由真的很单纯，就是对我就很常打错字，然后就很常嘟嘟嘟，真的就是这样子。等一下，我喝口水。很常打错字的我，就因为太常嘟嘟嘟了，然后
这个也算是我们频道内梗，所以就又把它抽出来做成我们其中一首的歌名。然后当时就是在筛选，就是说歌名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是把频道内梗全部能够抽都抽出来，然后再筛选说什么样的曲风适合什么样的频道内梗。没有错，专心聊到助行跟勇 ，OK， 战神大佬们，你们都很熟哦。这不是我们人形乖乖5000老师吗？真的超嘟，听完都冲去水果卖场。为什么想要出去水果卖场？毛毛老师就觉得这个，我倒觉得这个很适合放在夜市，超好笑。我觉得我们这张专辑如果有机会在夜市循环播放，一定超赞。感谢大佬们，我们都可以听吗？真的是感谢。我们这次的募资大佬，还有我们的高阶会员们啦，真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力量，然后更感谢我们文化部爸爸，好不好？投入了就是非常非常这个130万的金额，让我们可以制作这张专辑。对，我们5000人形乖乖老师出现了，来嘟嘟嘟的部分真的要慎重介绍。其实我觉得嘟嘟嘟的这个短秒数真的不过瘾，过瘾的是你们真的要整张专辑下去听，然后这整首歌听下去，爆干多惊喜。对，然后好想破梗，但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还是要让你们听到嘟嘟嘟里面最大的惊喜，让你们自己去发现。这不是我们福利小吗？小福利，感谢大佬让我们有嘟嘟可以听，谢谢各位战神大佬们。然后，总之不管在录音室录音的当下的时候，到底是痛还是病还是快乐，我好快乐。总之我好快乐。总之那天有开配信真的是太好了，而且那天其实猪猪的喉咙状况从那个时候那一阵子开始就一直反复的。咳嗽嘛，然后声音就是反复出来又出不来，出来又出不来之类的，因为可能多方面的一些忙碌，然后压力多少一定会有，对，然后就是努力，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希望把这张专辑可以拼完，所以那阵子开始就是声音状况其实就不是这么好，对，现在想一下，真的觉得说，哇靠，那阵子到底是怎么扛过来的，你知道吗？我现在可以在那边安详的讲话，真的是度过那一阵子，就是算是声音最黑暗的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想要努力唱好的一些歌曲，其中有一首歌下礼拜我要再把它补录过去，待会会介绍到。对，然后朱经验嘟嘟嘟，这首歌真的大家很像听到都。真的不约而同的跟我们讲说好谢金燕，对，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 BBB 的关系？因为谢金燕之前那首歌的 BBB 也算是很具代表性，对。然后那天应该只有你跟盛虹不小心听到啊，所以你有听到全部吗？你都状况不好到会赖你的感觉真的有硬。对，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可能必须要靠一些玄学的力量，然后所以我就快点密人心乖乖替我就是加持一下，用神明的力量，不然我觉得哇靠，我觉得不行啦。因为那时候有密5000老师有把那个之前他3月给我的截图就 po 给他说，哇靠，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有算到我10月开始就运势下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状况出现，所以那时候就跟5000老师讲说，老师啊，你算到了我运势下滑的这几个月份，也请你的老板照拂一下了，不然我真的很怕扛不过去。所以还好，总觉得应该都有顺扛过去了。而且这首歌有没有看到？来。我们的词就是5000老师，还有吴昕老师。吴昕老师的下面是谁？你们知道大宝吗？柯大宝有得过金钟奖，非常也是具有台味，然后也非常就是算是宫庙文化系的一位创作者。大宝他真的是非常的挺，然后也算是就是大宝老师的好兄弟，这一次也替我们在词的部分有做撰写，超级帅的。但是那个部分我希望大家是用听的，你们可以听到很多的惊喜，而且整首听下来真的很炸。
对，真的，我觉得应该是会给大家很大的惊喜，在大宝的部分。对，那这里就卖个关子，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这首歌也真的非常感谢娘娘跟我们西瓜老师，曲子真的也是非常的电哦。180后没想到哥哥嘎妹妹可以哦扛过去。对，就是信徒文化祭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大宝，你们可以去查科大宝信徒文化祭。我只能说，就是有时候都觉得缘分很神奇啦，因为大宝本身也是，在宫庙文化，然后有些神明的很忠诚的信徒。你们知道他在金钟走红毯是带着神明走红毯吗？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看得很感动就会觉得，每次看大宝的报道，都会觉得他真的是很暖心的人。就有时候会觉得那种磁场这样说自己。所以我们团队跟这些东西磁场相近会不会很自肥啊？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团队的大家真的都很暖，真的都很正，然后很扛。那个最扛的出来了，对，我们最扛那个又出现了，对。那夏老师真的让你超级洗履历吗？我觉得我才是最佳洗履历代表吧！你们在真的每个人都让我洗履历洗到天灵盖去，我天哪所以啦，带着许多神人、许多团队的力量跟祝福，你他妈这张专辑明年再不入围金曲3期，我就不信主。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爆干屌，真的好希望可以得到评审的青睐，真的对，暖正扛都扛起来。马克先生你也出现了，马克先生你有听到我们的短秒数的试听吗？里面都有你们的声音哦，好不好？不管是在我们线下在录音室留下你们战声的大家，还是被猪猪拉到线上让我们潮专属美男录音师替你们留下战声，都非常感谢你们保留你们的时间跟声音给我们这样子。对，然后当下也其实有一些不克前往的大佬们，但是我们一样有把战声的这个名单写上去，是因为谢谢你们对于猪猪频道以及我们这次募资专案的照顾这样子。对，いらっしゃい，欢迎大家。我喝口水，我喝口水。等我一下哦。而且我刚刚其实在配信之前，我明明又吃代餐，但是现在跟你们讲到又饿了。我是怎么了？我现在只要看到你们就饿吗？比起面谢拉塞，不小心睡着了吗？没关系啦，也不是第一次啊。马克先生，你的把柄被我抓到，被我臭一辈子。好啦，知道不是故意的，大家真的工作都很辛苦。对，然后。对，还有撞车品仙老师，品仙老师的部分，待会在囤积的时候会跟大家介绍到，你们可以去搜寻品仙老师我们陈品仙老师也是在音乐界非常具有知名度的老师，好不好？来，嘟嘟嘟的部分呢，我们留下一点点卖关子的部分，让大家自己去听，让大家去听大宝的声音，以及就是我们还有很可爱的助理13，这位是。其实我一直不晓得13妹妹的这个要怎么念，总之13妹妹不是教官哦，是这位很可爱的13妹妹，她也有在词里面帮我们就是做撰写，她真的很有才的一位小妹妹，她真的很可爱。对，只是我一直不晓得她下面那个英文到底要怎么 Leafy 吗？我们13 Leafy 伙伴，谢谢你，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肝。不管是巫师还是我们 Leafy 小姐都是非常年轻的肝，哇！谢谢赞声，谢谢啵啵啵，谢谢你们，谢谢，真的都好好的感谢大家，真的是太猛了。对对，品仙老师上车了，而且还专业配上猪猪讲到我们囤积那时候，我真的是录完囤积，我隔天声音真的就没了。来，我们下一首，等一下哦，把我的这个伴奏用小声一点。然后我们下一首叫吧75C，就是我们金曲奖神曲不是金曲奖，对不起，金咪奖神曲，对不起，金曲还没走，我们先金咪金咪。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是技巧看待，都讲进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年。
我们这个金币奖炸现场炸到嗨翻的 75C， 好不好？哦，这首歌我自己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吴昕，你的词真的好帅，谢谢吴昕，谢谢武谦老师，真的是帅到爆！我要更感谢我们的毛毛老师的气质，要不要这么的帅气？就是帅，真的就是只能说这首歌就是帅爆。就是太帅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么帅的一个词，其实在 demo 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胡闹，在 demo 的时候胡闹到不行，你知道吗 ？demo 真的让我一度唱不下去，因为太胡闹了。好，之后75C这首歌给大家的印象，我相信是非常帅气的武将风格，但是你们应该很难去想象75C这首歌。他的 demo 的词是超级胡闹，是我们的 VC 卢老师，来，我们 VC 卢老师，我们的肝都出现了，我们各式各样的肝现在都聚集在我们的聊天室，谢谢你们的肝。台币不少，但台语里好像不多吗？我觉得，基本上在这个部分要推广真的也是不容易，因为毕竟在 B 圈就是以日系文化为主轴居多，对，那要来这边听台语歌的人本身也真的是受众比较少，对，那我觉得真的也是因缘际会，猪猪才有办法，就是跟很多热爱台湾文化还有台语的这些高手们群聚在一起，然后进而就是促成了这张专辑，我们真的要发行了，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啊，真的爱两杯爱毛毛，大家都要爱起来，真的，他们都是神老师。最外是猪猪敢唱有英文的歌词吗？你是说阿波罗代替吗？我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努力的，请问一下，我想说阿波罗代替要怎么念？但是我觉得我念的不好就算了，因为至少日文发音也没有关系嘛，所以我觉得就阿波罗代替啊 ，It's me 。对啊，我觉得录到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就好啦。刚过世代。一下轻巧看台的讲讲台，无啥通跟我阻碍。有英文在哪里？红顶红眼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真我袂听。怎么没有英文？008，007名观音 ，It's me 的这里吗？这里也重录了好多次。总之，英文的部分真的很让我的团队中风，问抱歉。这首都是那个人声墙好震撼是吗？真的吗？罗老师，你说很震撼是吗？真的是超帅的这首歌，我觉得之后一定要找一天的配信让大家听一下，我们当初这首歌的 demo 到底是多胡闹，胡闹到我其实一度唱不下去，因为真是太胡闹了。老师明明就很胡闹，那个真的，我现在想起来是头皮发麻的胡闹，你知道吗？好晃好听吗？谢谢我们怀特比格，我知道我的神官帽大又大，非常的晃，对，非常让大家3D 晕，我知道。让我想到那个 Everybody， 好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好米耶伊拉塞43个月的猪仔专业，怎么会有这个玩意儿？你也用完了吗？应该不是每个月都有吗？米耶伊拉塞好久不见，感谢我们那个新科人夫米耶啊。然后阿波罗代替第一次听到小是谁这个你要问我们悟心老师啊，所以阿波罗代替是我们悟心老师加进去的，对，就是又帅又胡闹这样子因为这首歌75C 嘛，你们看到这个75C， 然后有看到武将的武然后感觉整体来看应该都非常的很像是日本某一个武将的姓氏或者是名字，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理想是把这首歌做成就是目前现在你各位听到的武将风格，然后有融入各式日本元素嘛，日本的一些三味线元素的这些乐器，对，就是现在的75C 是我非常理想的呈现。但是一开始的歌词，因为这首歌的75C 来自于朱迪卡的罩杯，所以一开始很像毛毛老师撰写的方向真的也是来自于朱迪卡的罩杯，所以原始的 demo 的歌词真的很闹，他妈超闹，闹到我真的是超别扭，唱不下去。我自认其实我的range已经还蛮广的，但是这是唯一我真的唱不下去
的一首 demo， 但是我还是努力把它唱完了。就大漏伊拉塞，好不好？吃手 C 的部分，这个也在金米奖一炸再炸，而且金米奖的算是公开的3D 的那一支75C。我很开心，迎来了很多很多不知道猪猪的观众，看了大家的留言，真的很开心。所以可以的话，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把我们这一支就是在金米奖首度公开的75C 的3D 唱跳舞曲分享出去。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昨天带大家分享的短秒数的那支影片，也欢迎多多帮我们分享热推出去，你们的力量真的是很重要。对，因为在这个圈子要推广这些比较本土文化的歌曲，真的要借助大家的力量，好不好？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张专辑，我们即将要发行了。明夜，对啊，结婚了不是吗？平时相处模式太老夫老妻，新婚第2个月，真的啊，我没得多过在吗？欢迎大家听我们分享出去哦。如果你真的觉得75C超帅，我跟你们讲，整张专辑更帅，好不好？好，来，接下来奥子秀瓜。好，来第5首呢，就是我昨天跟你们介绍到的，写给你各位的滴滴之歌啊！天蓬港最红心上客，辛苦只剩你一千块等呢，和你分别是我的水月，照管你万生万世，拢找无人陪。我跟你讲，这首歌超强的哦，来自于我们巫仙老师的词，写给你各位大滴滴。来，我们这个词曲部分来，基本上我们整张专辑的词基本上就是在初稿都是由我们5000老师，但是在最后的定稿都是由我们吴昕老师去做个定稿，因为词的撰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吴昕老师的定稿整个基本上算是从头到尾都有把就是整首歌要使用到的台语的一些声调音调，然后尽量不要让它有导音的这些状况，把它非常非常干的撰写出来，真的超级感谢。然后即使如此，也可以把这首歌写得这么的胡闹，这么的滴滴，很好笑，就完全是咒骂滴滴之歌，但是又觉得非常的有说服力，你们知道，超级有说服力。来，然后这位是小喵喵伊拉塞，小喵喵，你的生日快到了，小喵喵。这首歌好呛，超呛的，你们知道吗？献给你各位滴滴之歌。我跟你讲，呛归呛，但这首歌真的是让我在日本感动到，在饭店又是飙泪的状况。对，我待会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昨天如果有没来的话，我跟你们聊一下。没问题，张华高雄才3枪，半屏3枪，有。刚刚我们半屏3枪出现了，才3枪好像还没出现，好不好？对，欢迎就是各种3枪可以用非常健康的金流抖内的方式，好支撑猪猪频道，好不好？然后小喵喵感谢加入第7个月，没有错，就我没有吃嘟嘟，小喵喵，你不可以听错男生的话，不可以。小喵喵，你生日快到了，7个月7、8、9、10、11、12，你再补5个月的高阶会员，你就可以吃蛋糕嘞。我们目前高阶会员就是如果你的年资如果有满12个月的话，不管是用绿界迅速的补年资，还是说就是用你的 YT 每一个月的这样固定加，只要满12个月就会有猪猪的特制客制蛋糕献给你呢。我目前好像还没领过蛋糕，就是小喵喵跟小妮妮的样子，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高阶会员好不好？好，就给你各位高阶会员参考一下啦。就是想领蛋糕的话，目前小喵喵跟小妮妮好像只要再补5个月，对，如果你们心动的话，在自己的生日月想对自己好一点的话，其实再补5个月，所以说3200乘以5的这个价钱是什么？好，不管。总之，我们绿界卖场是随时可以让你们充年资，让你们补这些年资，然后就可以随时获得蛋糕啦。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利之类的，我推荐给大家，谢谢你们。我也可能有75C，
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左上角证据我没有吃嘟嘟好吗？啊，金流。哦，还有猫薄荷是不是？好的，猫薄荷上下，其实上下久了也是有机会啦。上下久了也是有机会，因为我会帮你累计这样子。对，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收到蛋糕的当下都是最独一无二的。对，因为我觉得要黏在猪猪频道12个月的高阶，真的大家家里挖矿都是挖石油之类的哦，真的是要好好的答谢。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蛋糕就是一定要满12个月，这个客制蛋糕就一定会献给大家。对，猪猪满满的诚意的客制蛋糕啊。好，总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也预祝小喵喵12月20号生日快乐哦。好，接下来我们天蓬讲到一半，天蓬的部分词的部分，你各位滴滴好不好？希望这首歌公开之后可以让各位把这首滴滴之歌传唱下去，因为这首本身很洗脑之外，它的歌词真的也是好啦，就对滴滴而言很刺，但是不得不说又很好笑，你知道吗？就是这周开台就会天天可以帮你唱好生日快乐歌，不能也没关系吗？啊，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当然是没问题的。而且即使就是你们没有加购蛋糕，我们的高阶会员在生日当天，猪猪也会线上生日语音的祝贺，好不好？所以生日快乐歌是一定会在生日语音里面做上记录的，不用担心，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听，好不好？可以直接买蛋糕吗？直接买蛋糕的部分，可能那个5000老师也必须要有，就是我们年资12个月的这个的这个限制。对，我们基本上不卖蛋糕，但是我们就是用回馈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年资满12个月。好，大概是这样子，好不好？对，生日蛋糕的部分，对，所以我们高阶基本上大家啦，大多数都有吃过自己的生日蛋糕了。对，就除了少数，就是可能累加的部分，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慢，但也没有关系，就大家量力而为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子，我喝一下水。好，然后接下来只想要祝福就好吗？谢谢谢谢你们。对，那我们这个滴滴之歌，不晓得大家听到是不是？我觉得我在这首歌里面也给予大家非常非常不要说沉重，非常非常庞大的赐福啦。我觉得好羡慕蛋糕可以吃吗？他娃，听说你吃第2次了，不要这样。听说你吃第2次了，要记得看时辰啊，他会po。什么啦？我精明概念好吗？好羡慕蛋糕可以吃吗？我觉得猪猪的蛋糕真的很好吃啊！快点，你们快点很羡慕，对，没错，就要让你们很羡慕，没有错。自己讲，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做的蛋糕超好吃的，好不好？而且最近我真的发现物价真的越来越高涨了。我最近在蛋糕店看到那个6寸的蛋糕，有一些也可以卖到1100、1200。我真的觉得我的高阶会员回馈非常的划算诶，到底怎么了？这3年怎么会通货膨胀？通膨成这样，怎么会膨成这样 ？My God！ 5000老师直接人形乖乖换购嘛？5000老师的人形乖乖换购，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要看一下怎么盘算哦。好羡慕蛋糕可以吃嘛？不合，你不用羡慕，其实不合好像就只差几个月了吧？我在想。小妮妮拉塞，小妮妮给你看猪猪最厉害的特制蛋糕，而且这真的是。每一颗真的都有符合，就是可能当下高阶会员想要的一些梗嘛，或者是在年节的时候就寄出了，就是黏糖蛋糕，然后情人节的时候就是草莓巧克力蛋糕，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敢吃香菜的，我也可以帮你做成比较正常的，像提拉米苏或者是巧克力之类的吼，完全迎合你各位高阶会员想要的口味哟。通货膨胀，通膨，对，最近到底是通膨什么？到底为什么近几年通膨这么严重？很菜出现按叫你娃娃菜吗？他娃，我觉得你坏掉了。他娃，我觉得你土味情话玩到坏掉，你知道吗？通膨，对，怎么会这么膨？不知道是谁给我2倍时长
的语音哦。啊，对，就是那个烹调的朱迪卡。之前不晓得为什么录给趴趴熊的是2倍，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想致敬2倍老师啦，这样好不好？对，更多的3色软糖。好，小妮，你如果哪一天你明年3月领你的生日蛋糕的话，你是想要有更多的3色软糖吗？我的天哪，这个超甜的欸！我记得那时候领到的是猪儿子，哇靠，甜到一个不行。但是做起来真的很喜气啦，就算是今年小龙年蛇年的过年，我就是寄出了，就是以示今夏年糖蛋糕。对，我真的这颗做的好开心哦。对，什么要烹啊？什么要烹？好，通膨非常严重。好啦，就是本频道即使是料理，也迎合着非常非常多台湾本土文化的推广，好不好？就是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好不好？就连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回馈，真的是每个月也是绞尽脑汁的在相爱相杀，好不好？蛋糕原料真的很多，都涨2倍，我真的觉得我的高阶会员回馈真是他妈超划算的，不涨价我是不是该涨一下了？我的天哪，对不对？回来刚去拿面包嘛，你看，就我们吴昕老师吃的面包，以前一个菠萝面包10块，现在一个菠萝面包可能要35块、40块，到底怎么回事？对，然后现在美国啊，等一下，这是维权老师吗？维权老师你来晒，等一下。维权老师，你怎么可以学他们说跑？等一下，我们这位 Steven 就是我们的维权老师，就是我们嘎吉的爸爸。来，我们的嘎吉再听一次，我们嘎吉爸爸出现了，欢迎维权老师。来，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在烹什么？在烹什么？有没有？我的嘎吉爸爸出现了，就是我的维权老师，他目前人在加拿大。等一下，维权老师好像是真的在加拿大，我记得他真的在加拿大，我有记住吗？我们谢谢我们的屌逼阿公送出了10个灰鸡，谢谢你们新鲜的肝脏。我们刚刚有聊到，我们维权老师也是新鲜的肝，很年轻的肝，因为真的也是年轻有为，非常的年轻啊。大宝老师太扯了，真的射到了一掌，我们老师超扛的，怎么没有我们老师狙击不到的好不好？一砸就中没打到品仙吗？等一下，品仙老师有 YT 的 ID 是吗？哦，在加州吗？等一下，对不起，我为什么会记得维权老师他人在加拿大？我一直记得他人在加拿大，好，在加州是不是？不是在加拿大，家乐福。等一下，我为什么记得在加拿大？好，我们的嘎吉爸爸出现了，就是这个非常磅礴的这个前导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维权老师，真的超级感谢，真是完全，而且是很快的就把这个 demo 做出来，然后惹哭我的其中一首歌，超级好，家乐福，我是老师不准跟着凑。好啦，反正都是加，我为什么会记得他在加拿大？你知道，我只记得加。好了，反正我没有记错“家”这个字，而且我没有记错他就是嘎吉的爸爸，好不好？我没有乱记，这个就很棒了，好不好？啊，我吉米概念，08吉米概念，好啦，快点，来，我们天蓬，我们刚刚讲到天蓬，快点。刚刚讲到天蓬有那个中间插入了我们的那个工商服务，我们的那个高阶会员蛋糕的部分哈，因为我们小喵喵的生日快到了，工商服务一下。好，来，每一首都好爱吗？谢谢。有一说一，可以就截图推特上面说有入围争取奖就要好，谢谢小兰呢。希望啦，我们可以带着这么多神人的音乐人们一起闯入就是金曲的红毯，希望啦，我们走中的红毯闯过去之后，希望我们明年真的可以走一下我们金曲红毯，好不好？加州、加拿大、加勒福都差不多。哦，品仙老师是好8888，你们帮我记一下品仙老师这个，我怕我忘记，因为好多的人的账号都长得好像。好，品仙老师如果来的话，你们要替我讲一下，说欢迎品仙老师，囤积爸爸，好不好？啊，不，囤积配上爸爸，好。
好，然后天蓬这个要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这首歌，就是因为我们团队大家就是精益求精嘛，好还要再更好，所以就是这首歌就是 Double 老师跟西瓜老师的改病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对，但是我很感谢他们的改病，因为他们把这首改的一改再改，改成了我心目中不解的舞曲。天哪！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是在日本出差的第2天的晚上吧，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其实日本出差的工作量其实是强度蛮强的，对，所以其实我大概印象很深刻，到第2天还第3天，其实是比较没有力气去其他地方到处乱逛的，很想去，但我觉得我是保留体力好了，因为工作要紧，所以我记得我那天还晚上大概就好像也是9点10点躺在床上，然后明明要休息该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可是就觉得很想再听听，就是 Double 老师这边改那边改的整张专辑这样子，然后就听着听到了天蓬，就是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虽然说曲子好像大部分是一样的，然后其实说真的我不懂混音，我也不懂什么音乐的东西，我只就是听而已，就是听。我听到了很多就之前天蓬听不到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连接到了滨崎步的舞曲，我那时候又整个在饭店飙泪了。对，我真的是哭点太低了我真的很抱歉，哭点怎么会这么低对，我那时候就是很激动的，就在我们群组跟 Double 讲说，天哪，你做出了不解的舞曲，我天哪，我真的完全头皮发麻。就明明是同一首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混出了一些我很喜欢的很洗脑的那些不解的舞曲，而且不解在演唱会一定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嗨一起玩的那些很洗脑的舞曲，但是那些可能台湾人已经普遍不去听滨崎步的音乐的那个时期的舞曲，对，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听，那时候我是觉得哇靠，滨崎步的歌曲的 range 超广，所以我还是依旧听着滨崎步的歌曲，因为我可以听到很多很广，然后很多就是有点难以理解的东西，对，即使到现在还是继续听。没想到天蓬做出了我喜欢的不解的舞曲的其中一些让我觉得很让我头皮发麻的元素，它居然混出来了。然后重点是我当下人在日本，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心情多澎湃吗？我那时候就很难去想象说我怎么去诉说那样的心情，所以我直接在真的是快断电的当下，快点去找了1-2首不解的舞曲丢给Double老师说，就这个你自己听像不像？就这个哦，这个梦是可以一圆再圆的吗？当下情绪超级激动到不行。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他妈会不会太激动了？对不起。然后就快点把这个反馈跟Double老师讲，然后Double老师有就是传递给西瓜老师，我真的觉得很谢谢你们，太感谢了，这样子就。阴错阳差，其实我也不晓得说，原来天蓬也可以完成这样子，原来连接到我最喜欢的不解这样子。当初在写基础 CI 嘟嘟嘟的时候，加了很多女神，感觉台湾的女神都要牺牲很多很博爱。不过如果迪卡想要4周年成为女神，希望她是很喜欢自己，所以成为女神。所以天哪，你看悟仙就是这样子，她真的是很暖心哦！天哪。对，因为巫仙他其实也是常常会跟我聊到说，可能在亚洲女性的一些牺牲跟一些压抑，其实他在我们这张专辑里面其实都有跟我探讨过。然后我们探讨到女神的部分，他也有跟我聊到说，其实在玄学上面的女神真的就是比较牺牲奉献，然后比较好博爱，没错。但是如果今天猪猪真的在这张专辑的某一首歌真的成为了女神的代表，我觉得她真的讲到很暖心的东西，她希望我是爱着自己，然后对自己好的那个女神，才加了阿波罗代替。你看，那真的是很暖心，明明是一个这么强，明明是一个这么强的一个不对，她不强，她是最棒的。可是他故意把自己表现得很强，但是悟星真的是超级棒。刚刚去拿面包，但是有在听，谢谢悟星。你看，就是我们团队大家真的不知道在暖什么的，我的天哪！不解说不定哪天是上天蓬吗？我的天哪！
我们这个圆梦是可以一圆再圆，一圆再圆的吗？然后大宝师就很好笑，你知道吗？我就截了，就是不是截，我就先留言说：天哪，你居然把不解的不是什么摇头曲什么之类，我不会想说摇头，因为摇头在台湾有不好的负面的一些含义存在，所以我就说哇，你把这个不解风格的洗脑舞曲做出来了。然后大宝老师就超磕巴，就回我说没有啦，我跟西瓜老师做的是那个阿字台谣啦，台式什么 EDN 啊，这个我不知道，就超呛那一招。对，我觉得超级可爱，超级可爱。对啊，超级期待的马克。其实我不太懂什么是 EDN 呢，我只知道就是不解那一阵子在玩这些很洗脑，然后很迷幻的舞曲的时候，其实已经没什么台湾人在听滨崎步的东西了。对啊，但是我还是继续听，听着听着就觉得说他的歌曲很敢玩，他任何曲风都想玩，都想尝试。对。到后期可能台湾人听不懂，所以台湾人就比较少去听滨崎步的声音，然后可能再加上他的确左耳思聪之后，他在音准的部分其实真的差很多。可是我跟你讲，布姐屌是屌在他的舞台魅力，你知道吗？现在我们3D 化的这个朱迪卡在动捕的时候，其实每次动捕的时候幻想自己是滨崎步，你知道吗？舞台魅力来讲的话，滨崎步他真的是一个标杆，对我而言，就是从小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演唱会，滨崎步他在舞台上面的一些动作，还有他的舞团的渲染力真的是爆干屌。因为我之前很爱他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跨年演唱会，我真的觉得就是以舞台魅力来讲，哇靠，标杆。但是他的声音的确是经过了非常多年的一些该怎么讲，我们说洗礼好了，对。的确没有像是他出道的时候这么清亮，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解，因为他一直在用生命在唱歌，所以我其实觉得他的演唱会真的还是很值得看的。怎么抢都抢不到票，但今年8月我还是抢不到票，当我想到的时候已经抢不到票了，可恶！今年8月原本想去抢一下，但是也抢不到啊。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好多的标杆，然后都存在，可能在这次的契机在制作专辑，然后。没想到可以连接上一些东西，都会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像阿妹的东西，就是在嘎吉这边做一个致敬，然后也谢谢维权老师把这个嘎吉做的这么的磅礴。虽然说我觉得我的念词很强，我觉得我念词很强。这个嘎吉就叫致敬我最喜欢的妹啦，我的张惠妹，我真的是超爱她。对，就连我们这张专辑，其实第7首的囤积也是刻意有。做出一些就是可能原住民很快乐，然后很怎么讲热闹的这些风格，其实也是想要致敬阿妹原住民的她这样子。对，然后我追一下聊天室，等我一下。谢谢你这个称赞的加很多奇怪的东西，没有，我真的是我没有加很多奇怪的东西，虽然很什么，是不是？等一下，等你，吴先你今晚等一下。等你哦，我们悟性想讲的是强，好，水莲就强哎嘿，这样，但是对啊，就温暖的，要不我讲的是真心话，什么制作很感性，结果制作，不是我悟性他真的是很暖心的人，可是他做错事情就很强，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他就是一个过度可爱的人，他强调很多次，然后EDM 广告投放是不是？这个对猪猪来说最困难的是要念出他的歌名吗？啊，对，因为不解他真的是太欧美了，所以他基本上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英文，然后我不记得他每一首歌都不记得叫什么，但是就是会唱，就是每次以前跟日本朋友去那个日 K， 然后点滨崎步的歌，然后我朋友都会问说啊，どんな曲名教えて啊，わからないね，適当に何でもいいよ，就他问我说阿佑的歌你想唱什么？我知道迪卡很喜欢阿佑，我帮你点。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歌曲名呢，但是你们随便点我就会唱了。就说好哦，就真的不知道歌名，真的，因为我英文太烂了。但我这边讲的好羞耻哦，就是什么啊？谢谢维权老师，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了，救命！这个是一，然后D 那我不会念。好，总之就是维权老师打的那几个英文呢，谢谢维权老师，谢谢马克。
请多大？我爱看。等一下，好それはわからない。やっぱりわからない。记得张军大人松平健有说什么？弄个 EDM。对啊，完蛋了，那个什么。你看，我就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我就只知道就是听我自己喜欢的歌手的作品，他们就是什么样的曲风去尝试，我都是尽量去听这样子。真心话80%的觉得是，不是，我没有，我只是觉得吴昕超级可爱的，而且只要有吴昕在，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心，对，就会觉得安心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一个安心的连接。等一下，伟权老师，我去查了，那个什么意思？要不然不是那个意思。等一下，伟权老师不要玩猪猪。等一下，有戏的都买不起。等一下，你们全部扛掉了，对啊，吴昕老师你也扛掉啊？什么？叩きます叩きます何？なんで叩きます？どういう意味？叩きます？はい、いただきます。不是你罗马拼音的话，你就要用，这样会变成叩きますよ。読み方全然違うわ，違うよ。ムカつく。等一下，没有。伟权老师要气死我！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安心特安宝宝老师？我没。等一下，气死我！伟权老师，我记下来，你完蛋了啊！你操嘛你下次见面你完蛋，我要请你吃香菜吃芋头啊！还有这笔账我记下来，大宝老师，下次伟权老师回国，帮他准备芋头跟香菜伺候啊！气死我了！等一下啊，不准笑！等一下，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开刀？什么那个捧过来不是假的？不是明北机敏概念，等一下，气死我了！机敏概念，等一下，我的机敏概念在这里，我在机敏概念，真的气死我！明北机敏概念，怎么会这样子？喂，我还以为真的是什么东西，这什么越认为越看不懂，什么盟友都越。伟权老师，谢谢，下次你回台湾，我要吃岛屿，谢谢，我要吃芦丝葵，好，谢谢，大宝老师你帮我记下来了，下次伟权老师回台湾，我要吃岛屿，吃芦丝葵，谢谢，不用等到我跟你说加州强迫，哇靠，大宝老师有线人老师手上什么刚在碰，像在他你操玛丽伟权老师，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等一下，这实在是太强了！等一下，我们还好，那个柚子跟那个水灵宝贝都不在，对我们失去了你各位大佬失去了精华的机会了。对我非常，我只能说深表遗憾。对，朱莉卡刚刚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了，呛掉了，烹掉了，最呛的那个是我，好不好？对，呛掉了，烹掉了，对，但我深感遗憾。那一瞬间，我们的水灵宝贝跟柚子都不在，没有人可以恶意剪辑，没有人，好吗？要逃我。你逃不掉了，好啊！你这个高死囡仔，好啊！你插马力，关进加州大旅馆。哦天哪！对不起，我这样满身汗。08机敏概念，气死我！谢谢大家，我喝口水喘一下。等下这实在是太呛了，怎么会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是谁？我在哪？不是我们刚刚不是在介绍到天蓬吗？怎么已经到08机敏感联了？要记下时间点。他不准乱记。现在时间
3点整，往前推5分钟，应该就可以给他们剪了。没想到开动会让我满头大汗，不整。Sir Lu， 我这个敬老师，itadakimasu。长官，你很好，谢谢你健康的金牛120块记录下了这个いただきます。それがムカつくわ、わかる。めちゃくちゃムカつくね。ムカつくおめえら。这可以委托我要手上。为什么这时候趴趴熊都会在？要知道我先前只是好激动，对，因为很饿，太饿了，你知道吗？很饿，饿到激动，你知道吗？谢谢你们啵啵啵的战声怎么会这样子？我永远不会忘了今天你们把我的感动还给我。我原本跟你们讲说我这个天蓬真的很感动，我真的要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大宝老师改病，谢谢西瓜老师的贡献，谢谢我们悟心老师、5000老师，谢谢娘娘，感谢大家的改病。对，结果你们给我看什么いただきます而且我现在仔细看了一下我刚查的网页，还真的有いただきます我真的要被气死了，气死我。それではいただくぼやたち、君たちの気持ちがいただきます姉ちゃんはね、すごく嬉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わかる？现在有变成安心豚料理可是这是因为你才改编的画风，这个画风图片，这个我不扛，这个全部都维权老师，全部都是嘎叽爸爸，全部都是嘎叽爸爸的锅。まあまあずれられるのも求求混蛋じゃない？你是想被揍吗，福米？对，全部都是嘎叽爸爸的锅，这一锅请你扛住，知道吗？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大波老师扛，你也扛一点。你好，你扛一点。ハンチマ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全くわからんが、それが嘘でしょ。分かってくれるよね，波友たち。你绝对都怎样的贡献啦？好，谢谢天蓬，谢谢你们的いただきます。まあとりあえずこの天蓬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天蓬いただくわ，谢谢你们，这个天蓬我收下了，好不好？烟弹一拉塞，发生啥事了？枪，我想测试一下。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不，いただきます。好好玩哦，再一下好不好？发生，这蛮突然的，这就蛮突然的，这个我也不好说。这个好好玩的，我可以再听一次吗？我想再听一次。对，反正都已经发生就发生了。对，你好，我听一点，我要再听一次，快点。你好，我真的很想再听一点，谢谢。いただきます，谢谢，いただきます。我再听一点，这样，真的可以这样念，真的可以这样子念，就连3枪Google小姐都比我还会念怎么会这样子？我是谁？我在哪？我喝口水。是，最老狂的大波老师是这个意思。对，我懂了。谢谢你们用3枪测试，用资本主义的力量让我知道正确的念法。谢谢。原来我们这个舞曲涵盖了非常非常日系的いただきます，我倒是现在才知道。いただきます是等一下 SV 又是什么？我再也不要看你们的缩写了，好可怕！你们这群音乐人全部都怪怪的，都超强。好，新曲幕后的いただきます，我像极度缺氧，到底怎么回事？谢谢各位的いただきます。我真万万没想到，怎么被天蓬用成这样。好了，下一首歌啦！你们好奇怪哦。这个天蓬弄到我缺氧，我真的是谢谢你们的いただきます。然后我们下一首啊。
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这。甲你听入心，加添你心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爱照顾你家己。我觉得我这样的心情来唱这首歌，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诠释，是不是，毛毛老师？我觉得我这样的心境，我再来诠释一下这首 NC， 应该可以比我们现在录制的还要更加好听100倍吧。什么 sweet me too 吧，他妈不要坏掉了！来，我觉得我要差不多该进加护病房了。病房，对不起，加护病房，对我们救护车也看不过去，他来接我走了。我们今天配信到这里，谢谢大家。你们没有听到远方传来的救护车的声音吗？我觉得我该进去了，加护病房等着我。我们今天可能新曲介绍，可能就不得不暂停在这个本寿无做啊。的亲像电锅无饭时呀、从刚刚情绪，我这个画风实在是太突变了，我真的觉得我刚刚不晓得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这个的什么云天，我觉得倍感遗憾的心情来诠释这首 NC， 应该是对，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绝对可以超越现在的 NC。对，你听到了。好啦，这首歌 NC 巧妙的编曲，巧妙的这个词曲创作，感谢武清老师以及乌星啊。乌星他在这首歌完全展现了文人非常非常强烈的台语底蕴，我真的是要掌声鼓励了，真的是这两位老师，嘿，本寿无做，亲像电锅无饭时，好不好？这首歌的曲子在当初听到，觉得它真的是一绝，而且是非常非常古风系的台语歌曲，来自于我们毛毛老师的编曲，超屌。然后这首歌从我们武清老师在最初步的台语词创作之后，然后之后就是落到了我们乌星的手上，完完全全这个台语文人的气场爆发。这首歌乌星他真的把他所有的台语底蕴压上去，超级厉害。就会觉得说，一个年纪轻轻的乌星怎么可以把这首歌的这些底蕴发挥的这么厉害？所以其实这张专辑的 NC 跟紫色的紫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抒情，而且在台湾政治的撰写非常非常困难的两首歌，真的乌星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每次看到乌星都会觉得说，一个那么年轻人站在那边都会觉得我在干嘛。就是年纪轻轻的这个家伙站在这边都会觉得我这5004岁，我这辈子活得很白费，你知道。来，这首歌你们听到的这个精华也是我们 Double 老师帮大家筛选的精华，但其实这首歌最前面我唱给大家听哦 ，demo 版跟我们定案版本的歌词。这首歌很文，所以我卖个关子，我的词我就先不打出来，但是你们用听的，可能也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我在唱什么，但听不懂就算了，因为我也不打算让你们听得懂。春天的春，春草犹青。当煞在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到我黯淡的表情。非常的文绉绉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在 demo 的时候非常的胡闹。
demo 的状况，这个是毛毛老师你要扛一下哦。变数无纸，亲像电锅无饭时，然后我就忘记了，因为之后定案的。因为之后定案的词气场太强，所以我现在完完全全就是把我的记忆力都投注于这首歌定案的歌词，但是在我们 demo 版本的词实在是太过胡闹，所以我至少还依稀记得我们的 demo 版本。变数无纸，亲像电锅无饭时。对，就是这一句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对，所以 demo 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开一次配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demo 到底多么的胡闹，真的是超级超级的胡闹。怎么多啦，周仔仔啊？对，本寿，毛毛老师说他本寿点点在没做。好不好？所以其实，在制作专辑的过程，其实真的是起承转合。猪猪很开心都参与到了，也谢谢 Double 老师，就只要有时间就会抓着猪猪，就是把这些细节起承转合都，就是不管我有空没空，他就是努力抓着猪猪参与各个部分，真的各方面都参与到了，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开心。就即使是可能在宣传的部分，可能我就不是那么的专攻于这部分，但是我们还是有个宣传的群组，然后可以让我知道说，原来在传统唱片业他们在跑这些企制宣，就是企划制作宣传的这些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所以就是会发现说，原来这张专辑虽然说很赶，但是企制宣我们 Double 老师都把猪猪抓着都参与到了，真的很赶，超级超级赶，所以会突然觉得说，哇靠，本团队真的干到底是怎么做的？完全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在制作一张专辑可能要花2-3年的时间，完全可以了解。我们是花了半年的时间把它弄出来耶，我们真的肝到底是3倍4倍在烧。其实我们这张专辑，其实你要去推回去，大概啦，唱片公司大概2-3年才有办法制作出来这些质量，但是我们浓缩在半年以内，一定要把它制作出来，超级超级赶耶。我没在注意，哎呀，切身之痛，神与伊拉塞，对，所以就是会觉得说，我只能说我们团队超赶，心脏超大颗，开关先生伊拉塞，但是我觉得还好 ，Double 老师心脏够大颗。他拉着猪猪快点把这张专辑制作出来，真的也是最佳的时机。因为说真的，我们再拖下去也没有时间了。因为在 VTuber 要产出专辑真的是不容易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先冲破头的试看看。因为目前就是以专辑来讲的话，在可能 V 圈，很像还没有看到类似的这个状况产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握时间，在今年底一定要闯看看，因为明年的金曲奖要闯，也是必须在年底把这张专辑做出来。对，好哀伤的一首，我指的是 demo 版，变数无纸的亲像电锅无饭时，真的非常的哀伤哦。胡心苗老师，干2倍，2倍的在烧，真的。整个团队真的都是2倍在收，而且其实我们团队本身大家哦，不是就只有在忙专辑，我们其实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人各种扛，对，就是不只说我们要扛专辑的事情，让Double老师你们也知道他年底到底扛了些什么嘛，对，大家都知道嘛，但是Double老师不只扛那些，他不只扛那些，他那些扛的已经就是扛了又扛，扛了又扛，但其实他根本不只扛那些，对，然后吴昕也是，吴昕他本身的正职也是超扛，对，他的正职大概有2-3份很扛的正职之外，他还要花时间帮我们校正这些台语底蕴很深很深的歌词，好不好？然后朱蒂卡本身嘛，对，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我的公司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扛的猪，但是就好险，我的团队大家都很扛，所以我是觉得即使很多东西还要一扛再扛，不孤单，反正大家都很扛，不缺我一个人扛，知道吗？这个速度真的是他妈超级扛
中正没有跟到，中正说没有关系，米叶，因为猪猪也真的是昨天才正式回归配信，好不好？所以你没有错过什么，米叶，因为一直。分一支一支一支来点，干两杯在烧。哦，我们茄子蛋都出来了，好不好？我这书都第一次听到，老师们真的超厉害。我其实不晓得说，因为唱片音乐的这些起承转合，一定是刀宝老师或者毛毛老师这些神制作团队比我还了解这个进度，到底快速烧起来是怎么烧。但是，刀宝老师每天都没在做音乐，但是我实际参与到气制，就是企划跟制作的部分。我们目前是在制作的部分，我们才刚要踏到宣传的这一块而已，因为毕竟还没开始正式宣传嘛。对，我都已经觉得说，天哪，完全可以了解，歌手在发专辑，其实2-3年发就已经算是还蛮快的了，有些大概5年才发一张专辑耶。对，我觉得我们团队真的是超扛的，要不要这么扛？半年呢，半年时间要把这个可能5年、10年的东西做出来，妈呀！然后没有出原创曲专辑是还有，但专辑拿去报名奖上还没听过，是不是？好，汉基马桑，不管怎样，我们希望我们团队是算是冲领头羊的吧，就是说在金曲这部分算是领头羊的破圈，然后更希望明年在入围的名单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啦，让我们破圈一下，再更加的破圈一下，这样。两位老师扛了，我觉得都很扛，大家都超扛的神语的，一扛还有一扛，大家都一起扛，这个扛是小天，我刚刚看到英文都觉得好可怕，我觉得我要被骗了。对，真的是超扛，超777，干2杯在烧，原来两杯的名字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如果2杯老师的名字这样来，他大概已经那无限倍了吧？对，无限倍。好，我们选股神神，因为迪卡团队对于台语文的重视，我认为台湾圈子的人应该会蛮热议支持，因此希望也可以留意这个圈子的宣传。像有的，我们现在努力的就是。快点，朱迪卡，首先快点先回归开台。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快点先回归开台。但是呢，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募资大佬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团队现在也努力的快点要把我们的募资品要做一个名单上的整合了。对，因为我疯狂的被那个创立的伊藤先生催稿，你知道伊藤先生也超扛的吗？伊藤先生就是从12月初就开始疯狂追杀我。哦，猪，我们那个就是所有的回馈品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我们就那个名单，猪来，快点来一下，我可以快点在12月帮你出货。哦，伊藤先生等我一下，我们那个专辑录音的部分你等我一下。哦，伊藤先生等我一下。哦，日本出差。哦，伊藤先生等我一下，我那个3D showcase 的东西，伊藤先生等我一下，我现在在开台，伊藤先生对不起，等我一下。伊藤先生对不起，我 FFK 才刚结束，伊藤先生对不起。我想创立伊藤先生，我的老战友们，他超扛，对，每个都超扛。我是从12月份他就已经把募资大佬的所有回馈品项他都已经做完了，他现在就等我快点把那个名单整理出来，好不好？我身边各位超扛的各位工作伙伴，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好不好？还有，我这里要讲一下我们4季图的阿偶先生，以及我们 Eric 老师，我们的夏雨瑶的爸爸 Eric 老师也超级扛，他帮我扛住了草空间那边的窗口，也就是草空间那边的合作，我真的扛不了，我完全是托付给 Eric 老师以及4季图的阿偶，真的是谢谢你们各种扛。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要跑宣传，猪快点开台了，但是我还是可能有一些名单还没有时间整理给伊藤先生以及我们草空间的宣传，我们的那个 DM 快出来了，等我一下好不好？各种扛，真的扛。FFK18，谢谢我们天蓝朵朵，有些我的摊位，谢谢你们的捧场。最憔悴伊藤先生，所以我们 FFK， 我也就是确实的请米娅传递我们就是宝到天灵盖的炸鸡以及我们的饮料快点喂食一下伊藤先生，好不好？伊藤先生都想蜘蛛人拉火车，对，更多没有错，各种扛。能出圈入围金曲就很猛了，要是得奖，所以我在对神宇你讲过，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团队希望就是把握就是
V 生有生之年，快点要在今年快点把这个拼出来，也是因为说 V 圈大家的寿命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长，对，因为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我们今年不把握这个奖项，我们明年再出也不是不行，可是总觉得那个热度就过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努力的去破圈很多很多奖项，例如就大宝老师提醒我要去参加的走中奖的这个奖项，我们也很幸运的可以走到这个红毯，好不好？这个也算是一个还蛮用音乐性去破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然后今年我们也赶着快点把我们专辑生出来，我们为的就是希望说我们真的有机会作为一个 VTuber 去作为入围，然后还有机会再请我们 Double 老师，再请我们娘娘，再请我们巫生，再替猪猪去走一下这个金曲奖的红毯，也是我们明年希望可以做到的，真的只要能入围就是一个天大的新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能不能得奖，我觉得看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们真的很努力的做好每一个阶段，我们台文的校正、台文的导音、我们台文的发音，朱迪卡可以重录千万次都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大宝老师的改病可以改千万次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最希望的是可以让评审看到我们这张专辑真的是有入围的可能性，真的是太重要了啊！伊藤先生道歉大会我要截图给伊藤先生看伊藤先生道歉大会，我这样截起来，好，那我分享给伊藤先生。我真的觉得很多这次募资，虽然说我们团队大家真的都跑得心惊胆战，可是说真的，我们真的也在这次的募资看到了，就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人，然后愿意就是真的很挺我们的大佬们，还有就是因为这次募资而促成的缘分，真的都是透过这次募资才看得到，所以太感动了。对，所以好，我先传给伊藤先生。伊藤先生道歉大会。对，好吧，就是扛太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又不能停下来，知道吗？而且我这边还有那个闪月的 Q 哥，对不起，我还有那个 round down， 我还没有确定，对不起 Q 哥，对不起，各种就是被催促，就是一直放在心里面，但是又觉得说好像又一直没有时间快点去做那些事情，你知道，蜡烛恩头烧，可是没有关系，一定都会顺利的。录一次要搞一次，没有错，所以就会变成说，每一次的配唱，就是可能娘娘的配唱啊，或者是品仙老师的配唱，或者大宝老师的配唱，或者是草草那边的配唱，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尝试再尝试。对，我常觉得我就出一张嘴了，这出一张嘴的部分至少把它唱到好。对啊，所以其实到最后我会变成说，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只有适不适合的唱法。就磨到最后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唱法都可以去尝试，只是这个唱法适合套用在哪一些歌曲。对，所以我是觉得很赶，虽然说很赶，可是真的是在短时间内丰厚了很多的经验值。谢谢水灵宝贝34个月的住在专研，多喝了水就工作上自行包货吗？这个我来问一下阿欧，我们的那个通贩能不能就丢给他？我看一下阿欧小天使能不能直接帮我们架设通贩卖场，我想一下。对，好多事情哦。对，好，总之来到了 NC 的部分。对，我们 NC 的部分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连接到了伊藤先生道歉大会。可是啊，忙是很忙啊，可是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专辑真的也要正式发售，真的心情真的非常的雀跃。然后我们紧接着会有就是大佬的试听大会，也是这2天快点跟大宝老师算是安排一下。我们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有线下的试听大会，但是因为时间紧迫，再加上不晓得大家可以线下集中在某个地方的试听大会何时比较方便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改由线上的试听大会。也就是说整首曲子、整张专辑，我们会比照，就是可能传统唱片公司在发行专辑之前，会邀请一些贵宾的这个试听大会，我们会比照办理，不过会用线上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礼拜6的下午4点
的这段时间，就是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各位大佬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试听一下我们的试听大会。不过这试听大会的网址是不公开的，也就是说这2天我们会慢慢的把这些邀请的公版文字把它编辑出来，然后附上我们这次试听大会的网址之类的，好不好？好，所以基本上我这边邀请的就是战声大佬。好，战声大佬们，基本上你们有参与我们这一次战声的这一次录制的这些大佬们，基本上一定会收到我们的邀请之外，还有我的高阶会员们，好，还有就是这一次就是可能我这边另外在邀请的 B 朋们，好，这个可能名单之类的，这2天会尽快点跟大宝老师再稍微对一下这样子，对，大小花妹拉塞，然后。韩国有裴勇俊，那边有，台湾有 NC 俊是什么东西 ？NC 俊说，会线的部分我可能之后再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些高阶大佬，他们为了体恤猪猪的绿界收益会比较好，所以他们不加YT， 他们加的是绿界。那绿界的部分，如果我这时候用的是会线的部分，那就代表说我们有一些可能用绿界加入高阶的大佬是没有办法跟到会线的。我觉得这样就一点都没有尊爵不凡了。好，也就是说会线的部分，可能等到我们结束之后再看说变成会线，还是说就直接转私人。直接转私人就代表说这个真的是以尊爵不凡的大佬才可以拥有的这一块网址，好不好？对，那目前所以我是觉得说。体恤到可能有一些 B 朋并不是我的高阶会员，然后有一些大佬他也并不是在 YT 是有这个高阶会员的权限的状况下，他是用绿界加入高阶会员，我认为用不公开的网址去进行是会比较理想的，对。请来宾来看台，真的就是尊爵不凡的邀请过来看台，而且把整张专辑好好的听一遍这样子。柚子回到实验室偷听吗？好，欢迎继续偷听。对，所以有股东大会的感觉啊 ！Google Meet， 对耶，大宝老师 ，Google Meet 也可以耶。大宝老师 ，Google Meet 好像也可以的样子哎。好，那这个我可能跟大宝老师再确认一下 ，Google Meet 好像也可以，好像真的有尊爵不凡股东大会，有哎。不过尊爵不凡的 Google Meet 的话。我在想说，如果咪鹏一起过来，会不会让他们觉得就是有一些的害羞？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再商量一下。对，我再可能跟大宝老师稍微问一下，要 Google Meet 还是要可能不公开直播的方式？对，那总之呢，这个礼拜6下午的4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请帮我保留这个时间。朱迪卡这2天会确定是用什么方式的直播的这个状况，我会再把网址。每付钱1个小时就会被断线，的确是齁。而且再加上有一些 B 朋他们对于跟观众一起用 Google Meet 的状况，他们其实会蛮害羞的，所以我在想说，可能还是以不公开直播的方式，应该是听不完啊，老师。而且我又是一个这么话痨的猪，其实1个小时没有听不完，对。但是如果要再跟大家尊爵不凡的聊天一下。可能我是觉得1个小时半应该是会比较保险，我在想，对，一次只有1个小时，好，所以可能还是以不公开配信吧，好，没关系，我再跟大宝老师确认一下，不公开直播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哦。好，总之这2天我们就会把这个尊爵不凡的邀请。对这个 po 文一一私讯到您各位尊爵不凡的 DC 或者是 Twitter 的部分，你不讲话专辑都40分钟了，对，没错。然后我再讲下去，可能要2个小时，我怎么可能不跟你们讲话，对不对？好 ，OK， 哇，好快哦，时间来到了3点半，快点，我们来到了 NC， 接下来我们快点推进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来到了我们的囤积鸡。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出好。好，
来到了我们的囤积，而且是满满的原住民的热闹氛围的这首囤积。这首歌其实就是刻意想要加入一些原住民的一些元素进去。对，那当初我们这个囤积取的这个名字来自于什么？你各位大佬应该心知肚明呐。这个囤积很可爱，也感谢我们毛毛老师的作曲、编曲，以及我们吴谦老师跟吴谦老师的作词，好不好？这首歌真的超级超级的可爱，致敬我喜欢的 Mason， 也是身为原住民的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其实我原本是要唱的很有铿锵有力。但是这首歌，我记得在台北的亮哥老师的录音室里面，在录制的时候，我真的声音出不来，我真的声音出不来。就是我之后唱到最后，我真的那时候重感冒，感冒到我的声音真的完全出不来了。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个算是精华截取的部分，归了刚好，非常非常的轻柔。但是其实我比较理想的唱法是归了刚好，刚有加加健康，就是会比较铿锵有力的那个唱腔不见了。完全是用气去做支撑，所以那个时候品贤老师他是这首歌的配唱爸爸，他就是完全也跟我讲说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每一首歌有很多很多的唱法，就是即使我真的是归了刚好很气息的方式带出来，只能用这个方式，但是他们一样可以把它混得很热闹。所以我那时候配唱完，就品贤老师跟我讲说还好吗？我那时候就很遗憾的说，我觉得我的声音不是在100% OK 的状况下唱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遗憾，超遗憾。但品贤老师他也跟我讲说，其实还好，就转个念，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适不适合，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唱法，他们一样可以玩出不一样的味道。对而且这首歌刚好又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品，所以就叫我不要太在意这样子。不讲话，专辑都41分钟74，简直是朱迪卡！哇靠，整张专辑完完就是一个朱迪卡怕你没听饱的一个长度。对我又超爱聊天，这真的会想到动物方程式吗？这首歌很可爱，对不对？对，所以我不晓得这首歌大家听到会是喜欢吗？还是你们认为可以再更加的热闹，更加的铿锵有力？只是我当下的声音状况其实已经是完全快出不来了，我是用全身的肌肉去把我的声音编出来，所以这首歌我记得是我们配唱的最后一首歌的隔天，我的声音是完全出不来的状况，已经完全没了，真的是没了。对，但是我知道，我其实那时候不会觉得担心我知道我声音会回来，只是会很担心说不晓得这首歌最后混出来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但之后听下来会觉得好像也还好，就可爱的，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糟糕。对，所以其实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听到的 NC 还有囤积，还有接下来你们会听到紫色的紫的那首歌的那个状况下，是我重感冒的声线录出来的，真的是完全重感冒在唱着这3首歌，因为这3首歌就是我那时候到我们荒山亮老师的录音室录音的这3首歌。对，所以不晓得你们听的感觉怎么样，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在配唱的时候，我是用全身的肌肉去把这3首歌诠释出来。但是很巧妙的是，你们知道吗？就是等一下，我先把我的 BGM 先开起来，因为我本身如果说以唱歌声线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炮型的声线，然后很多的胸声，很强烈的一个声线吧。对，反正就是各种雄壮威武。大宝是常说我是一个雄壮威武型的歌手这样子，所以有一些气声或者有一些比较内敛的一些情感的东西，就是需要被压抑、被压制住，然后被引导才出得来。然后，所以其实我在声音很不 OK 的重感冒的那一天北上，其实我也是蛮不安心的，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诠释那么细腻的字，或者是 NC 这2首歌。然后我记得那天很像是子先配唱，那配唱子的这个老师就是娘娘。
然后我唱完一轮的时候，我很担心，觉得说完蛋了，应该可能会录不好。结果娘娘露出了很安心的神情。哦，还好你今天感冒啊，这个完全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声线。娘娘就是露出来就是很愉悦的一个表情，就是还好你感冒啊，压制住了那些很奇怪的胸声。也就是说，原来我出不来的那些声音被压制住了，反而是娘娘想要的比较细腻的东西啦。所以我那天子其实是唱的，用全身力气去唱，可是因为全身力气也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力气唱出来的那个状况下，不上不下的那个东西，反而是娘娘要的，好神奇哦！动脉火车什么火箭啪啪录音室，是吗？没关系，改天歌会，也许你可以尝试别的唱法看看。有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晓得说我有没有进步了，但是的确在经历这半年反复录音，的确也是很像有学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唱法。我觉得像明天我是安排歌会，感觉可以来玩看看之类的。那搞不好也没有所谓的进不进步啦，就是如果可以让大家更舒服的听歌的话，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对，就说平时唱法很浑厚，对，就是一个雄壮威武。算你倒霉，我就是要这个，没错。所以就很好笑，所以我觉得那天印象很深刻。其实我那天录音的时候蛮不安的，但是我看到了娘娘难得出现的笑容，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挺有趣的。我就觉得这个感冒好像来的正是时候，但是其实不得不说，毕竟那时候是感冒的状况下，我又反复录音拉扯声线嘛，那可能录出来的这个情感真的是还不错，就恰恰好感冒录出来一些比较有气无力的声音，可以达到可能娘娘要的东西。但是我那一天可能唱完子之后，接下来又是 NC， 然后 NC 唱完又是很热闹的囤积，然后囤积刚好需要的是力气，但是完全已经没力气了，完全出不来了，完全没了。对，所以最后你们听到的这个囤积真的就是比较气音的囤积，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后面叠了很多一样的气音的部分，所以很像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比较热闹氛围的囤积啦。对，其实等一下是可以这样子控制别人感冒的吗？人形乖乖老师意外的收获，对，也或许娘娘是在安慰我也说不定啦。只是我觉得那天的确因为娘娘这句话还蛮安心的，就原来感冒也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可是真的没办法，唱完之后隔天我记得连续3天是没声音的状况。可是我那时候不会觉得不安，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如果我有录好它也没有关系，反正声音会回得来。而且其实我也知道怎么样快点让自己声音回来这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奴性太强的人，还蛮乖的，所以其实声音回来的速度也还蛮快的。以后感冒就可以趁机唱青楼歌会，可是会一直咳嗽你们知道吗？我那天其实在亮哥的录音室是每唱一句咳一句，对，所以你们之后啦，在下个礼拜听到了整首的子NC 还有囤积的部分，其实真的是每唱一句就咳一句，对，只是可能没有收录进去，或者是大宝老师用很多很巧妙的魔法让你们听到，就是已经过掉很多杂音的部分了这样子。对，隔天我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群讲说，完了，声音没了，真的没了。然后大宝老师还问我说，什么程度的没了？然后我就刻意用那个 DC 录音的方式给他们听，真的完全就是声音出不来，完全真的，哇靠，布鲁斯韦恩就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大宝老师就说，哇靠，你变布鲁斯韦恩了。我说我有像布鲁斯韦恩这么有钱就好了，我现在好需要一个阿福真的是各种忙，你知道吗？好，你们的布鲁斯韦恩其实最近声音也差不多回来了，只是还是有点过敏咳。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重录的部分其实就是 NC， 这个应该可以讲没有关系啦。NC 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唱不好，只是很可惜的那天可能在亮哥的录音室那边，很像是录音室本身会录到一些杂讯的部分。
其实在子或者是 NC 的部分，其实都稍微有听到，但是子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就给过了。对，而且子整个起承转合还有发音，然后一些口气，不管是娘娘还是乌心都 OK 都没问题。然后 NC 的部分，其实我们那天也是努力的把一些口音、一些情绪，还有一些台语音调都把它把持住。而且那天其实毛毛老师也在，这很感谢，也特别过来一趟。对，然后其实那天的 NC 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满意的状况，但是NC 的部分就有点可惜，在前面主歌的部分杂音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明显，就是很像录音室本身它有一些高频的一些杂音的部分，就连我自己都听到觉得说哇靠，这个可能我自己是蛮耳包的人，但是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像没办法的，那个时候还是得要重录了。对，所以其实我最近也是努力的，快点把这一首歌 NC 的起承转合再努力的复制下来。对，因为那一天其实大家每一个老师们都在，不管是乌星、台语老师、音调、口气，每一个字都要唱正确。然后娘娘帮我 handle 住就是情感部分，然后毛毛老师在旁边也是多多少少就是有帮我听一下，就说整首曲子怎么样唱会更好，就大家都在。然后我们连那个顺丰快递大哥 Double 老师也在。对，不要问我什么是顺丰快递大哥，就不晓得为什么他那天就穿着顺丰快递大哥的制服。总之所有的老师都在那边，所以那天的起承转合是最理想的。所以我就是要快点把那天的起承转合各种情绪音调 copy 过来我自己，然后再把这个起承转合重新再录制一次，希望可以录好它。我的天哪，大家都需要一个加油阿福的阿福，变成了黑死腔。黑死腔，我还没有办法像闪灵这么厉害了。对，可以敲完咳嗽版在老师那边还蛮多的啊，就真的每唱一句就咳嗽一句。对，好有画面，真的。顺丰快递没有工伤。那一阵子老师就穿着那个顺丰快递大哥的衣服到处乱窜就快递大哥来送货，顺便配唱一下这样子，好扛哦。我们这个快递大哥要不要这么扛这样子？对，老师扛到去快递了，你知道吗？老师你要不要这么扛？你连顺丰快递都要扛，要不要这么扛？对，我们顺丰快递没有工商播出这样子。对，所以就NC 这首歌就是可能猪猪最近要快点熟悉拷贝过来，然后之后再可能希望可以把它唱得更好，没有错。对，好，所以囤积也是在就是喉咙快要没了的这个状况下，但还好也是录过去了吼。对，可喜可贺。好，我们紧接着下一首林北精明干练啊，林北精明干练。其实我没有骂脏话。快打旋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的公人。来，我们感谢这个是VCA 陆老师的肝，好不好？我们这个厉害的双宝爸爸真的是辛苦了，大家都各种扛哦。这个08精明干练，我只能说这个曲序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它很适合08的这个数字啦。对，那想要表现些什么，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多说，大家都知道。对，08精明干练，好不好？可喜可乐，可口可乐。今天看见在 V-Stage 今天听到很惊艳，是不是？谢谢。这首歌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日式中二主题曲的风格，好不好？所以我们也很努力的把这首歌把它中二感做出来，而且我觉得很可爱的是，这首歌它有配合我们配信的一些口语性的东西。妈祖啊，地下讲，请您保庇我海星顺利，流量高升。对。请你保佑我配信顺利，流量高升的这个部分，就是在可能讲这个实况主、直播主要配信之前，大家都很希望自己有流量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这个也是可以加进去的。这个在 V-Stage 演唱会的当天有听到，我最后有口述，其实这个有收录在专辑里面。对，什么都是破了啦。然后对，就像 Double 老师讲的一样。我们一改再改，这个改病犯了又犯，犯了又犯。
我们这个08精明感联这首歌又改的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啦，也可以请大家稍微期待一下。不管是礼拜六试听会可以听到整首，还是说我们下礼拜专辑整张专辑数位版上市的那个时候，全部都可以一听再听。吉他是品是的，我们感谢我们品家现身吉他的部分，非常感谢品家老师。是伊拉塞，虽然跟 B Stage 稍微又不一样了。对，的一手候选员外传屯主骑士，对，那个时候为什么又是 EDM？ 那个是什么啦？好，那个伊达达 kimasu， 那个伊达达 kimasu 又出来，那个伊达达 kimasu 有押弦乐，所以说这个伴奏的部分呢，又更加的下趴啦，又更加的中二啦。在这里也感谢品家老师的现身哦，好不好？对，至于那个伊达达 kimasu。那个到底是什么？而且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精明干练变成精明感联，是因为这个在台文的部分，这个吴贤老师稍微帮我们把关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可能比较保险，因为精明干练算是猪猪的内梗，就是猪猪频道内梗，大家都知道猪猪精明干练嘛，对，我精明干练08精明干练，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就这个内梗就抽出来，变成了我们其中一首歌的歌名，好，那就变成说，好，我们精明干练这首歌感觉就很适合一个非常日系中二风格的这个曲。那么我们当初把这个称作精明干练的这个歌名的时候，好，对不起，咳嗽一下。那时候吴贤老师就建议说，因为其实在台语是没有精明干练这4个字的，顶多就是说呛咖，借狼就呛咖对，那如果说精明干练直接这样子念的话，很像又会把这个所谓台文的正确性稍稍就是有一些学者看了会觉得皱眉头的这个状况下，那吴先是建议说，我们可以把精明干练把它念出来，但是基本上就是把台文正字稍微改一下，精明干练，对。但是如果是精明干练的这个台语的话，基本上可能很可惜的是，台文学者看了可能会觉得皱眉头，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传达不到我们想要传达的意思，反而会被扣分之类的，所以我们干脆就把精明干练弄成就是可能有点同音的一个状况下，也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台文精明干练可以联想到猪猪的精明干练，这样就好了。所以大概就会变成说，好，以歌名来讲，可能精明干练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中文的这个状况下，我们把它改掉好了。对，因为毕竟它本身那个是中文的词，并不属于台语的词，所以我们是考量到这个。所以为什么08精明干练会被08精明感联，也是在台文政治上面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对，难道是他吗？那个撩人心弦的吉他是品佳老师，就是他，好不好？对，品佳老师的吉他很棒。然后 EDM 就是电子舞曲啊，原来是这样。在大跳之前的，你才在大跳之前要开动，你全家都在大跳之前说要开动，臭长官，你又在欺骗猪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吉他妹母。老师，你试试老师要截图下来给品佳老师。好，这个我截，这个好，这个截下来给品佳老师，好有趣。等一下，然后维权老师你在发什么奇怪的文啊？一大大给吗？好，对，台湾是没有精明干练这个词，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并不是台语学者知道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很皱眉头，我们就尽量避免这样子。任何可能会被扣分的机会，我们都不给予，因为我们是真心想要闯金曲奖的红毯，所以任何可能会被扣分、会被台语学者皱眉头的机会都不给予。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持住任何的正确性，好不好？变成懂的都懂，不懂的也懂。对，精明干练，你刚刚精明干练啊，所以你刚刚听到的就是精明干练，对，干练嘴边都来一份没有错，是吉他没有错，对，所以吉他魅魔听起来超赞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吉他魅魔品佳老师，就疯狂说吉他魅魔 AKA 品佳老师的吉他的部分，好不好？真的超级赞，好不好？那基本上大佬们大概在这个礼拜六就可以听到全部的歌曲了，好期待让你们可以听到全曲哦，好不好？真的是
有够精明干练的啦，超级超级好，就是这样子哦，继续挂。接下来下一首歌。紫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最想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好的，将你贴在心，甲听你想的气味。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这首歌也是算是比较台式悲歌的一个编曲，对，就是要悲到底，台式到底，这个交给毛毛老师绝对没有问题啦。对，我们老毛老师真的很擅长编辑这些那种西洋歌曲，死人歌曲，这些非常动容、非常可怜系的歌曲，交给毛毛老师绝对没有问题了。对，那紫的这一首歌，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方才有聊到的，就是我喉咙就是可能衰落到不行的状况下，没想到意外的露出了可能佩珊老师娘娘想要的东西，所以天时地利人和，我在那个时候感冒，很像也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不然这首歌可能会唱得太雄壮威武这样子。对，你想问了。哦，为了挑歌词就花了很多心血，真的。水灵宝贝其实一张专辑的制作，马克来耍冷，再来个 EDM， 一个 DKMOL， 金萌干练女神猪，笑一个。等一下，马克先生，你在玩什么玩？再来一个ED。哦，好，并不是玩いただきます。一个迪卡莫诶哈？什么？莫诶多莫哈？わからない。精明干练，它好喝。其实吴昕老师应该改到头很痛吗？其实吴昕老师他已经把所有的底蕴都贡献在我们的紫跟 NC 了，好厉害！但是我觉得不止他整张专辑你们可以看得到吴昕老师的底蕴，因为其实全部都是吴昕老师的肝，就可能吴昕老师就在初步只是先听了一下曲，然后就是撰写一下就是初步的一些歌词，然后完全就是还没有经过台文校正，然后吴昕他真的完完全全就是把我们的词再跟猪猪的一个人设做一个融会贯通，超屌！我只能说，完完全全就是台语的底蕴，完完全全大爆发，超级厉害！出三曲找你，没有的是体验到创作的快乐吗？痛并快乐着，对吧？吴昕老师痛并快乐着，就是这好有气势啊，真的很好听，真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舞曲，不管是我们台谣曲，不管是台式悲歌，甚至是我们嘎起的一些猪猪的定场诗什么之类的，完全真的是吴昕老师的底蕴大爆发啊！所以我常常看着他，都会觉得说，25岁的当下我到底在干嘛？25岁的当下我到底在干嘛？都会觉得我自己好废，知道吗？对。摩埃的说谢谢马克先生，一个迪卡摩埃的精明干练女神猪，笑一个，谢谢马克先生，有这个可以，这个给过好不好？被钓到什么？这个技能好强，对啊，超爱75C， 我75C 自己我觉得。除了曲风本身真的很帅气之外，3D 的部分真的也是超加分。我觉得是整个3D 的舞蹈，然后动作设计，然后还有后面的舞群，然后舞台等等的，那真的就是非常完美的融合。所以原则上，这样，我觉得75C 真的，我出了我的身体跟我的声音，除此之外，真的要莫过于就是强大的制作团队了，真的好棒。从头到尾的棒，真的，你还嫌人家康？不是我说吴昕康康的是说他很可爱，就像你们说我金萌干练，就说我康康的很可爱一样的道理呀、这个是满满的爱，你们知道吗？这个是满满的爱，所以你们没有资格说我，你们是说我砰砰的很可爱。我说今天这吴昕康康的也很可爱啊，这个是真爱，你们知道吗？都是你们害
我变成这样子的。对，吴昕老师超级年轻，我每次看到他想说，25岁我到底在干嘛？我在吴昕老师面前显得自己很废，你知道吗？老师看起来蛮爸爸笑，这个我不扛，这个是爸爸熊说的。我看着迪康，我眼泪就流下来。有看到我的迪康来开的，有没有听到那个火风？哦，银铃般的声音，谢谢少豪，谢谢。如果我的声音可以让你们也觉得精明干练，真是太好了。对，25岁的瓜练，你说你蓬蓬的，但是蓬蓬的要怎样？那就像吴昕康康的很可爱啊，对不对？精萌干练，蓝少神叫我谢谢你啊。对，25岁我在干嘛？对，所以你们懂我的感觉了吗？什么是真的在说破啦？我明明就08精明干练，08精明干练啊！好过了，好算了，过了就算了。都你们啦，我越来越饿了。我决定今天4点半就要放开你们了，就要留下你们去吃东西。就在刚才那说着，几次吴昕老师很挑吗？我说了几次哦？对，我说了几次啊？我说了几次吴昕老师很挑？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说了几次，但是我想说的是，吴昕老师又有才又可爱，好不好？对，吴昕老师真的才25啊，超年轻的，听起来很废吗？不要这样子，就连我在他面前，我都觉得我自己超废。对，25岁的我现在没事的，波尔，我知道你的心情。你看，什么？反正是我受伤，而且我跟你们说，小妮妮已经决定我们这个月要吃什么了，各位真绝不凡的大佬们。我们小妮妮说，你们听好哦，一样要有芋头哦，芋头夹心的蛋糕或者是蛋糕卷都可以，但是蛋糕的本体是什么呢？蛋糕的本体是老干妈咸味辣蛋糕，配上芋泥夹心。哇靠，这个你们不拉肚子真的是我不姓朱，你们知道吗？我跟你讲，这个菜单大概是我开高阶会员以来最凶残的一次。我通常还不敢老干妈配上甜馅因为那个我觉得一定拉肚子。但是我们今天最凶狠的39万大佬妮妮，居然把这个甜馅加进去了，这个我没办法了。对，我们就确定了。是老干妈甜馅蛋糕，至于是蛋糕卷还是蛋糕夹心，就交由朱蒂卡帮大家做决定。我看要怎么做才会做得又漂亮又下趴。可是说真的，我现在听到老干妈蛋糕，我现在嘴巴已经在分泌口水了，因为我很爱吃咸蛋糕，所以我可以相信，我确信老干妈蛋糕做出来绝对是又香又辣又好吃。你就想象咸蛋糕，但是辣椒版的一定好吃。我的口水已经在分泌了，但是我很难想象包上芋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说，各位大佬你们保重了，好不好？我只能说，我们39万大佬耍狠起来，真的没有在跟你客气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他哇！如果说是以乌星的这个标准来看，我真的觉得有用的年轻人在哪里？感觉屁股会辣辣。这个超狠的，你知道吗？大佬门卫，我只能说，我们小妮妮真的不能惹，不要惹女人，你们知道吗？女人狠起来，真的连男人真的都闪边站那样。可是我觉得，搞不好还是有机会好吃啦。因为我最近爱上了那个拉雅汉堡的那个劲辣鸡腿堡，它加什么？加巧克力酱还有花生酱，其实也好吃所以我觉得老干妈。辣夹心芋泥蛋糕应该也不会难吃，只是不会不会拉肚子，但应该又觉得还好。好像不是高阶，我陈老师听说我们家的高阶是可以送暖、送祝福、送迫害的，你自己小心一点哦，哈。防闪，什么都要加上芋头，那个芋泥就要用咸的。对耶，哇，你给我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方向。芋泥如果变成咸的话，没有不行，而且反而会好吃哦。对耶，哇，可以耶！我今天老师逃过，我觉得可以耶。我们大家吃没有事，东西没拿退回去了吗？没有关系，那就先囤住这里，然后我再跟老干妈咸芋泥蛋糕帮你一起
寄出去好不好？好，没有关系，阿崔，我们早吃晚吃，只是晚点吃而已，囤在猪猪这边没有问题的，好不好？阿崔没事哦，谢谢加入37个月猪之主角。但是要是你们眼睛夜唱中，我们阿崔基本上也是我们高阶猛总啊，好不好？谢谢。我记得阿崔是今年年初，啪的一声直接丢了1年，好快也要1年了，也太快了，1年过得太快了。你看，啪的一声，我们的专辑就生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阿崔因为 YT 的那个高阶会员刚好到了12个月，所以阿崔干脆做一个结算，也就是说跑到了就是去年的12月，然后阿崔想改由就是那个高阶会员的这个绿界卖场来支持猪猪，一次就是投个1年，所以阿崔是从今年的1月开始变成我们高阶会员的一个绿界猛总的一个年资来做计算。对，所以你看一转眼1年要过去了，我的天哪！对，而且这1年投下来又是一颗蛋糕，你知道吗？对，你看多划算，可以算年资，算年资之外，可以变成我们战生大佬之外，还可以拿蛋糕。你看朱蒂卡的高阶会员实在是有够划算，来马上加起来，包你包你多子多孙，金玉满堂。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祝各位多子多孙、金玉满堂，这样完完全全没说服力。因为台湾的生育率实在是太低了，认真说应该不会难吃，但是屁股会辣辣的。其实我觉得像刚汤娃建议的，就是如果是咸芋泥好像可以，但是如果你们不要惹我生气的话，会咸芋泥啦。但如果你们又不小心惹我生气的话，可能还是会甜芋泥，你们自己小心一点齁。听前面原本好像可以的，你不要过来，等一下不好。我觉得可以啊，不是啊。卡拉鸡加花生酱跟巧克力酱是正常的，好吃啊，超好吃的，超好吃。血气倒一拉下来，要不要是用麻辣酱？不是盛红，你们这些战胜大佬还不是高阶大佬，你们真的很皮哦。芋泥相遇好幸福，红茶的事情是这样子，以为那杯只有700cc， 结果我拿起来根本是你知道吗？吴昕老师很可爱，因为最近我们 Double 老师爱上了我们那个南台湾的那个古早味的咖啡红茶，你们知道吗？就咖啡味很重，咖啡因红茶，那个超香的，那个就古早味红茶，在南台湾基本上很常喝到。但你在北部要找那种比较正统的那个味道，可能要找一下。所以我其实上次上去录音，我特别带了3杯，要给乌仙、给娘娘，还有给 Double 老师。对，然后带上去之后很重，可是我很努力的，就是把那个保冷带把它把持住，不要让它摔到。反正提好它，就连就是运送过程中，在高铁就是好好的，就是让它靠边当角落生物，让它不要摔到。然后很努力的送到 Double 老师的眼前。然后没想到，在 Double 老师眼前，他成为了在地美食。吴昕老师超可爱，因为吴昕老师他也是很开心的见到 Double 老师，想说快点让 Double 老师喝一下我们这个南台湾在地的这个咖啡红茶。对，就拿下去的瞬间，没想到就是看起来可能就顶多不到1公斤的红茶，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在吴昕老师的这个手上，它变成了大概300斤重的这个重量。啪的一声，变成了在地美食，而且是在 Double 老师面前，原本那个保冷袋还非常相安无事的3杯，很安详的已经在 Double 老师眼前了，你知道？但是吴昕老师拿起了那一杯的瞬间，又在 Double 老师的眼前变成在地美食，你知道那一瞬间真的是。吴昕整个超级慌乱，可是我跟Double老师都蛮淡定的啊，没事，在地美食，老师出来扛了，老师，北部人对高雄多对一份多重没有概念是，就对，马上就在地美食，吴昕超慌乱，你知道吗？可是我跟Double老师当下真的超淡定，就。好，没事，在地美食，不过就是在地美食，不用担心，对。吴昕老师，你是把你的心拿出来，想感受一下在地美食好的这个仪式感，一定要先在地一下，然后再拿起来喝，这样吗？你要不要这么爱台湾？你推广台湾本土文化，一定要把任何的这个食物放下去地上，亲吻大地一下，再拿起来吃，是这样子吗？要不要这么在地？像是红茶用冰冷冻的
电炮店配送过去，好像也不是不行哎。哎，小喵喵，你这个方法很棒哎。对啦，至少我们那个在地美食有救到半杯啦，好不好？是不是？好有画面。10年第14次又到竞技调酒师，是大安吃点超了啊！是我们西瓜老师吗？西瓜老师，我们刚刚在说你的那个天蓬浪猪猪，真的是听到整个哭出来耶！我们谢谢西瓜老师跟大宝老师的改病，改出了滨崎步的舞曲，好帅啦！天蓬港嘴，不够烘焙，心比几层你几千颗蛋呢？我好喜欢那首歌哦！所以你刚刚叫我外送挡一下是这样吗？西瓜老师，西瓜老师，你知道吗？我那天真的，你们一改再改的那个天蓬的那个舞曲，我真的当下刚好人在日本的饭店，我真的是内牛满面哎，感动到内牛满面。谢谢你们的改病。一开始的天蓬我就觉得它就很摇很抬，但是之后你们改出了滨崎步的舞曲，我真的是要五体投地了，真的舔一下地板。不要这样，吴昕，不要这样子，你年纪轻轻的不要乱舔地板，不要这样可以吗？25岁舔什么地板？你在你也国际没有错，3秒钟原则啊，这个不是用啊，对，不要这样，宝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的为什么吴昕老师擅长发型？他哇，对，哈的，西瓜老师用这方法，2位老师随时就可以捕获古草味红茶。哎，真的耶，小喵喵，你真的好。我们生日寿星就一定要这么的精明干练吗？射手座都这么的聪明吗？哎，说真的，射手真的脑袋真的很灵巧、很灵光，真的。这个3秒原则点的地板上脑袋，可以不要这样吗？我想，对，内牛满面啊，布氏舞曲就做出来，大肠杆菌跟牛同归于尽。然后阿志兄弟来了，请支援，いただきます。西瓜老师他们很坏，他们骗我，他们说什么 EDM， 我不晓得那什么意思。然后那我说哦没有啦，那个就是いただきます啦哈，那不过就是いただきます哈，那个迪卡尼和那个科普一下いただきます，怎么可以舔地板？对，西瓜老师来了哇！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新鲜万能的肝都在我们聊天室，好不好？对，我知道柚子也射手，好不好？很腹黑的你，好不好？我们谢谢西瓜老师在我们专辑贡献了好多的肝，超级厉害的，好不好？虽然说称为我们布氏舞曲，但是我真的，我们滨崎步虽然说是我在现场演出的一个标杆指标，但是我们的天蓬已经可以称之为朱蒂卡式舞曲了。我们任何的标杆都不成为，我们只成为自己的标杆。朱蒂卡式的舞曲正式成立，真的好赞！谢谢你们，没有骗。好是射手座，好 OK。对，好，いただきます，对，就是这样子，好 ，EDN 就这样，好，谢谢大家。水灵宝贝，他们今天骗我说EDN是いただきます的那个精华，你不用去找了，他们真的太坏了，不需要找，真的是太坏了。好，いただきます是你们大家，我不要理你们，我肚子好饿，我们的子。啊，好啦，谢谢我们的子在天时地利人和大感冒的这个状况下，露出了就是我们佩珊老师娘娘想要的氛围了哈。可喜可贺，来奥子秀，我们下一首，来到我们祝星。好，来倒数第2首祝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熟到不能再熟了。来，这首歌也要感谢我们娘娘的曲子，以及我们的编曲也是我们的毛毛老师，还有我们的词5000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吴贤老师的润饰。来，不需要把时间轴标出来哦，长官。其实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你们知道吗？其实当初我们要投递金币奖原创歌曲奖的时候，你们记得我那时候在画的图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我在画的图应该不是祝生，你们有印象吗？等一下，水晶宝贝，你不需要不需要回应他吧？这才是太
太可恨了，怎么可喜可贺可口可乐？可是笔记时间不需要哦，为什么会是这么正好的3点整？等一下不需要哦，不需要。你们记得我今年在赶的图，很像不是祝生的氛围，对吧？对，有一个面具的那个。好，其实直接跟你们说，那首歌原本我们要投递的是70岁啊，刚过世代，伊声轻巧看待，得讲强大，无啥通跟我阻碍的那首歌，原本我们就是要投递75C， 但是等，不行，75C 这首歌必须要加入你们的声音。也就是说，之后我们还是把75C 往后一延再延，让它之后再出现，因为这首歌必须希望把你们的声音放进去，才是完完整整的75C。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当初原创曲的75C demo 早就做好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拿这首歌出来做我们第2首原创歌曲。但是之后我们想了一下，觉得说我们还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放进去，把它完整化，让你们在金币奖惊艳一下，炸一下你们。所以之后我们就把这首歌最后压到金币奖的表演现场，结果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首歌我真的觉得经过了很多时间的淬炼，让它把它完整化，果然是最好最好的选项。对，所以基本上其实原本啦，一开始想说时间有限的状况下，我快点把75C 的这首歌的曲汇把它完成，快点把它做出来，可以投递一下奖项的部分。但是之后我们还是决定把这首这么嗨的舞曲一定要把它完整化，把大家的声音加进去。我们干脆把它安排在金币奖做表演好了。对，所以也就是说，最后大家看到最完美的75C就是在金币奖的表演现场，再配上猪猪的3D 演出，真的是超屌，炸到我自己耶。对，所以你要请好们，等一下要剪好节拍什么啦，拍拍手。对，我在等着你们的声音。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原本要投递75C，因为75C 的 demo 很快就出来了，而且75C 的 demo 很快就出来，只是那个时候觉得说我们挪到后面一点好了。对，明年再战吗？我是觉得不管战不战啦，我是觉得其实有时候歌曲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断的产出，有奖项我们就投递。那至于是不是可以迎合所有评审老师的胃口，其实基本上我是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说评审老师喜欢什么，但重点是什么？我们必须尽力的去做好每一首歌。对，扛不了啊，老师又扛。对，但是我是觉得只要我们有作品产出，有任何的奖项我们都不会放过。对，老师好好休息，老师又扛。点一首扛把子给老师，不用，我们这边专辑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台谣哈，可以给老师好补写一下哈。目前单已经排到后年了，天哪，老师你要不要这么扛啊？然后你有伊拉塞，不会，我们刚好其实讲到了祝生的这一块，其实我们整张专辑的介绍应该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但是祝生这首歌，谢谢娘娘的曲子，当初在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毅然决然决定这首曲子绝对要成为祝生。对，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一首属于祝生娘娘的歌曲献给我们武庙关帝庙的祝生娘娘。这个是对于猪猪在此一生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意义存在。对，祝生娘娘的歌曲很像我在台湾还没有听过，那如果这首是属于台湾第一首做给祝生娘娘的歌曲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荣幸，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对，然后这首歌我是不晓得祝生娘娘本身喜不喜欢，但是我每次带这首歌过去宝贝，她都不放过我任何可以听歌的机会，甚至不管我怎么拔，就是拔不到，就是我要走的时候就是不让我走，我很难得在祝生娘娘那边拔不到杯。我只要带着这首歌过去放给她听，她就是
要把我黏在那边不让我走，你知道超可爱的，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怎样。我每次去跟朱生娘聊天讲话，就是每次要走就一定就是醒杯好可以走了，或者是说他点心吃完了我就可以走了。但是只要我现在只要带着这首歌过去无限循环，我怎么样就求不到杯，你知道吗？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好，那就可能是祝生娘可能真的很喜欢，求不到杯就算了，他也叫我放大声一点。他就让我放大声一点，他才要给我醒杯，超级可爱啊！好，所以这张专辑收录了神明致敬的歌曲，也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啊！对，到后年都在扛把子，那首歌也扛，对，大宝师各种扛，大宝师要不要这么扛？太扛了，你知道吗？好，那总之这首歌呢，收录到我们这张专辑也算是迎合了很多多样的曲风啦，对。歌曲留下你走，我甚至有觉得，其实我歌曲留在那边走了也没关系，不是我的手机要拿走啊！对，所以我觉得神明其实真的冥冥之中，其实他们是真的很喜欢这一类的音乐性的表演，他们真的很喜欢。对，好，如果真的祝生娘娘真的不让我走，真的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荣幸。但是我做过了很多次实验，怎么样就不让我走，然后。很多很离奇的一些理由说，祝生娘娘，请问你不让我走是因为放太小声吗？嘿，醒杯，马上就帮他放大声一点，放大声一点之后又求不到杯。祝生娘娘，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吵到别人，请问我必须再多留几分钟吗？哥醒杯，我说天哪！感谢大宝师造作10个会籍致敬我们关帝庙祝生娘娘不让我走啊！他真的不让我走啊！大宝师老扛啊！大宝师啊，只好给那个庙公庙婆黄纸，是不是？好啦，下次如果有机会，看他们要不要帮我放一下哈，看可不可以推广那边庙方人员。好，我其实是不好意思推广，但是如果我下次有去，我再推广看看。谢谢丢比阿公送出了，今天总共送出了20个会籍呀，谢谢啦！我们丢比阿公算是在专辑正式进入发行之前，我们先庆祝一下，好不好？谢谢丢比阿公，真的谢谢。这张专辑是圆了我好多的梦，就是想传递的神明，然后意外的连接到了我的布姐，然后我的梅神，然后好多的连接都在这张专辑里面。来，紧接着我们来带大家听最后一首。这个梦是可以一圆再圆的吗？我的故乡，塔高。猪脚囤足鸡钓味。谢谢，这个梦真的是可以一圆再圆的吗？真的是太幸福了。最后一首的塔考，来，等一下我再把它打开。塔考，你们也知道猪猪身为大高雄工业国的猪，这首塔考就是在致敬我的故乡塔考。先谢谢 VC 陆老师的肝，然后还有就是俊霖老师，然后还有武谦老师跟吴星老师的词。真的完完全全把我最爱的这个塔卡唱出来了哎！我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反正整首歌都很戳到我。你在塔卡我啊，当地那帮掉的那个时候，你在呐喊塔卡的那个瞬间，我好想在 B Stage 演唱会把它唱出来啊！你好，我再举起一次就背了，这样子吗？谢谢 Double 老师。当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在唱到他靠的这个瞬间，你是很想把它喊出来的。身为高雄的居民，这首歌真的让自己觉得很骄傲，真的完完全全就是好想对着海港唱这首歌。对，所以这首歌也真的是圆了，就是猪猪想要致敬他靠的一个梦。只是梦是可以一圆再圆，一圆再圆的，可以，只要你遇到了丢比团队。你就是准备圆梦的开始了啊！小 T 老师，感谢送定，是当地里长最近有发生生育率上升，有什么头绪吗？哦，如果这首歌也可以就是稳定住台湾生育率的话，对，真的是啊，一件功德啊，一件功德哈。对，真的是武庙的祝生娘娘，武庙的祝生娘娘，真的就是武庙。
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武庙。对，塔烤我真的很赞，一元在没有彰化楼也很好吃。因为我吃了肚子很饿，看他给我名字好感动。对啊，打狗高手，这个也是在当初要做专辑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一定想要放入的歌曲。对，所以就很像，真的很像那种棒球主题曲，然后把他口呐喊出来的这个氛围也做出来了。有很多离开高雄飘来北边的朋友吗？所以就这么写了。天啊，有吗？真的耶，唯一的归属就是唱到他靠我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属，是我唯一的归属。那个时候真的很鼻酸哎。好歹在高雄待了第5年，好像真的是在海边呐喊。真的，今天猪开比较晚吗？对，因为我早上又去他考取材。我在拍一些就是大高雄工业国的著名景点，还有猴子们。待会应该说之后你们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对，然后而且当时写的时候还在看啊，在听海鹰声。我怎么听到那种主角群的，就觉得应该要写到海。对，你超赞的，吴昕老师。对，感谢老师双倍加料。这张专辑真的是圆了好多好多的致敬，圆了好多好多朱迪卡的梦。这个梦真的是一圆再圆，一圆再圆呢。啊，那这一首《塔卡》其实原本啦，我是在 Message 演唱会之前，它才正式算是完成80%，大概可以完成到可以唱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我有紧急跟我们米娜板板询问说，是不是可以把我其中的金明干莲换成这首《塔卡》。所以原本如果可以换的话，金明干莲是会变成他考的，但是那个时候灯光老师说不行，他已经把金明干莲的那首歌的灯光写好了，打死不能换，会影响到大家的可能工作量。然后我就说哇，好遗憾哦，但没关系。然后米娜板板就说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可以期许一下明年一样在高雄办啊。我就说好喂。希望明年真的还可以在高雄办，那我就真的要快点在 V Stage 演唱会唱出这首歌，一定要的，因为就在我的海港，我的高雄，在高流唱出这首歌真的是很有感觉。对，真的海港的魅力，你知道吗？还有猴子我拍到了，而且拍到好多，谢谢柚子，柚子真的不愧是猴子大学的那个什么地头蛇。他完全知道哪里有猴子可以拍，还跟我讲说猪猪你要去哪里拍，我说哦好哦，感谢猴子。然后草空间我顶多就是把日期先宣传给大家，因为他传单还在做。对，总之草空间是下个礼拜开始，然后有很棒的联名甜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然后因为家乡有蓝蓝的海，想要从这海边听海的声音，真的太感谢吴昕撰写的词，然后曲子的部分真的也完美的诠释我想要呐喊出高雄的这个氛围。敲完明年再办，希望啦，希望我们米娜板板整场都是原创曲也不是问题的，真的有天看到台籍日本兵的日子就我的天哪，台籍日本兵我的天哪，超级动容。听到好想吃丹丹吗？说到这个马克先生，我在日本出差回来之后，我真的狂吃丹丹，还有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因为我在去日本以前就是饮控的还蛮严格的，然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稍微就是把自己破戒一下，就把想吃什么就吃，然后就完全不忌口。然后到今天早上我还去吃了拉雅汉堡的劲辣鸡腿堡加巧克力酱，哇，好热量哦，超级热量，各种热量，全部一应俱全。然后大概可能这2天过完之后又要开始饮控了吧？对，因为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活动要打持之物身体健康，然后饮控，但是我还是没有忘了下个礼拜我们12月24号要跟大家一起举杯，我要带着最邪恶的炸物跟大家一起举杯干杯，我们的请了卢小小的这个庆祝台，然后 AKA 我们专辑发售的当天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还在宿舍的时候这边跟猴子打架，柚子你居然跟猴子打架，也太屌了吧！この葉さんいらっしゃい。下一张就要收录丹丹了吗？我觉得可能如果丹丹有谈合作的话会很荣幸啊。这边应该就是这些
谢谢黑羊羊，也谢谢你之前有出现在我们的线下连线活动，我有记得你，而且有致敬一下阿妹的听海。我的天哪，居然是这样子哇！这首歌居然连妹的听海都致敬了，天哪！影控之间该放置，对，因为其实朱蒂卡是一个说影控就影控，说放纵就放纵，说精明干练就精明干练的朱蒂卡，如此能屈能伸，哎，这样好奇怪哦。对啊，我真的是一个说影控就影控，然后说放纵就放纵，然后没有碰，对，说精明干练就精明干练，对，如此信手拈来的一只朱蒂卡，对，所以最近就非常影控。不，最近都非常的不隐控，然后我是大概明后天差不多之后又要开始隐控了，对啊，12月24号不能9控吗？哈，可是我3口就醉了王老师，我3口就醉了，有机敏概念，我有机敏概念啊，就跟你有康康的一样啊，对不对？就是机敏概念。以后常常以后要主线常常在线下吗？谢谢，也希望之后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在线下跟大家见面。这样如此能胖能瘦，我还是维持在一个希望。你们的那个 BMI 值，你们知道自己的 BMI 值在哪里吗？我是一直都维持在那个19。对，我一直维持在19，不晓得大家 BMI 有没有去量过？总之我就是规定自己一定要维持在19，大概是这样子。有金蒙啊，不干，燕蛋，你给我出来扛！有精明概念，没有金蒙概念，不用直接收捧。我现在老师，那个听说那个这个月我们39万大佬小妮妮出很糟了，是那个。老干妈蛋糕芋泥夹心，我只能说可以使出这么凶狠的回馈，真的不愧是我们家39万大佬。这个，欧仙老师你 hold 得住吗？我一定也是会用着我满满的爱，制作出我们老干妈的蛋糕，然后再夹上又香又浓的芋泥，让你们好好的吃上。这个月的高阶会员回馈，精明干练，对我3口醉，真的我真的3口醉。哦，对，谢谢黑羊羊写精明干练，是怪不会怪，我跟你讲，即使可能我们小妮妮这个月开的菜单真的是非常的魔王，可是我还是努力把持住味蕾的，每一次寄出去都会试吃，一定好吃。对，在维持不健康的位置，大概从5岁开始，真的假的？哦 ，BMI 的部分好，21到22也很正常。然后最近胖了到23嘛，好，总之很像成年人，还是身为社畜的我们，很像是要维持在18到20几之间，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 BMI 过重怎么可能？薄荷你怎么看都是10几的那一个吧？你会瘦是因为都吃了一下，我会瘦是因为重训吧？不是，我会瘦，其实不是我的高阶会员回馈，其实都是帮他们试1、2口，确定 OK 了再寄出去。可是我不会全吃完，我会分给可能我们家妈妈或者是我爸爸之类的。对，所以我其实如果是高热量的一些肥胖或者是归类为垃圾食品，我其实会尝，可是我真的就是尝1、2口我就不会再吃。对，因为我的饮食清淡已经变成的随时随地都可以 handle 住，就是我今天要摄取的可能脂肪在哪里，碳水在哪里，然后蛋白质在哪里，这些我都算得出来。对，就是像小喵喵真的超狠的，自己不吃让给仔仔。是，寿星说的这彩彩即刻延毕，我现在正式宣布彩彩即刻延毕，谢谢我们寿星小喵喵。成人要24之内，好，总之猪猪是一直维持在19哦，18到24是不是？谢谢我们吴星，18到24之间，好，你们可以去量一下自己的 BMI， 我觉得这个可能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彩彩还有不用让他这个哦，没有，他是
12月就已经延毕了，哦不，他12月就已经毕业了，他是延毕在11月而已。也就是说，他现在即刻延毕了。对，他现在延毕是因为小喵喵的关系。对，对，因为我之前在重训的时候，我有一起上那个营养课。那营养课虽然有点贵，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带得走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个钱我就砸下去了。对，因为一下可能没有办法付太多钱，我那时候还分期付款，就也没有赚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健康的这一趴，我觉得可能还是得要花一些钱，然后缴一些学费，然后事实证明，那真的是带得走、带得了的。我之前有跟你们聊过，说我为什么重训吗？其实最大的原因并不是好，我本身很爱漂亮，没错，但是驱使我去重训的是因为我身体一直在发炎。对，我累到身体一直在发炎到就是我每次去做可能一些女性的一些可能检查，一直都是处于发炎，我真的觉得很灰心，我真的很担心看哪一天会不会变成一些异常或者是癌症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就干脆去重训，干脆去问说我饮食要怎么调节，然后很神奇的，我重训完之后去检查，完全就没有再发炎了。所以重训虽然说缴一些学费有点贵，可是它真的可以让你一辈子带在身上。你现在不用缴学费，你也知道说你要怎么吃，你要怎么去重训，然后训练你的一些可能不常动到的肌肉这样子。对，什么兔肉？我没有吃兔兔，是的味道。走中的话我就自己留着了，我不会给邻居。清淡，我那口越来越离奇，爷爷，我转让给乌星老师吗？等一下，你们对我的爱怎么可以用转让的呢？对不对？你们都要自己亲口吃下，不是乌星老师。等一下，你是认真的要转给乌星老师吗？乌星老师，我跟你说，即使是老干妈辣蛋糕，我会做的跟咸蛋糕一样美味，交给我。我肚子好饿。真的，我现在在流口水了。我觉得老干妈蛋糕一定也好吃，学习经验呢，真的，大姐，大姐你怎么还没睡觉？不能打老板，把自己打昏。好，那总之呢，福利熊，你确定要把你的福利让给我们的乌星老师吼？确定吼？那我们小喵喵应该是确定要让我们彩延毕了。我没得都不在貌似什么吃兔肉的，即使兔肉的脂肪真的很低，可是我没有吃兔肉。我没有吃，没有，但是羊羊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羊羊很好吃。然后我现在肚子好饿哦，谢谢大家今天来陪猪猪把这整张专辑的这些心路历程，真的一一的分享给各位了。我肚子好饿哦，我觉得我该去吃饭了。我没有吃兔兔，我没有吃。我不要理你们，我现在要找降落的地点。只要不要听你们这边胡言乱语。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降落到谁那边去。好开心，今天可以一一把所有的这些我们专辑每一首歌的心路历程，全部都分享给各位。然后明天呢，我们安排歌会之前，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很厉害的装帧设计老师们，我们的小子老师，我们这次操刀我们这个人物绘制的 LF 爸爸，以及我们人物的这个造型的这个杨泽，非常漂亮的一位 coser。好，明天在我们歌会正式开始之前，可能又会聊上1个小时，真的再介绍一下我们很厉害的小子老师。我们这次专辑装帧真的超屌哦，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只看了什么？我没有什么谁是要吃过？长官，你是想被揍吗？啊，你是假的，爱你是真的，只会轻轻敲你一下。为什么到加油的地步？我到老学到我要吃，我没有吃豆豆，我没有吃豆豆。我要吃的小乐舞啊！他们在欺负我，救命！我肚子好饿。好啦，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回归配信的第2天，谢谢你们。我们真的专辑真的
告了一个段落了。然后我们的 MC 呢，猪猪最晚会在下个礼拜把它录制到最好的阶段，然后再丢给 W 老师做一个统整哦。お疲れ様。好，然后刚好这个时间遇到木木犬，我们礼尚往来一下，感谢上次木木犬的降落。我们这个时间难得可以遇到木木犬，我们过去打个招呼，お疲れ様，谢谢你们。我真的肚子超饿的，然后也感谢今天各3枪所赞助的各位，莫名其妙的各位3枪啊，用你们非常非常健康的金流在支撑着猪猪的频道，好不好？妹夫上，谢谢你们，说到吃还是我谢谢你们。そ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谢谢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我肚子很饿了。我今天学到了，就是音乐圈的老师们，原来你们所谓的 EDM 就是いただきます的这个意思。上了一课，真的是非常宝贵、非常贵重的一课。好，谢谢肖乐猪猪要去吃东西了。肖乐猪猪回归开台了，猪猪前阵子一直反复在努力的录音，声音没了又出来，没了又出来，总算真的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更感谢いただきます。好啦，然后明天真的又是久违的回归我们的歌回配信了齁。好，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ももちゃん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降落到木木犬的频道了，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专辑制作的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其实从今年的1月初就开始咯。谢谢你们，然后更感谢今天斗内以及送出汇集的我们的屌逼阿公超扛 double 老师啊！谢谢你们，期待专辑上市，更希望我们今年的这张专辑真的可以带着大家的声音、大家的肝，迎上明年金曲3期的红毯。我们期待，我们也期望，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我们明天见喽，拜拜。我们伊藤先生来到了现场，不是我要道歉才对，伊藤先生道歉大会。伊藤先生，你等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回放。我们刚刚好像是某一个时间点变成了伊藤先生道歉大会，我真的很抱歉，那个名单一直拖在我这边，我真的非常的抱歉。也感谢伊藤先生非常给力的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募资大佬的回馈，感谢伊藤先生。好了，我们真的要降落到木木犬的频道了，我要去吃饭了。感谢伊藤先生在我们最后的几秒钟杀到一起来道歉。好啦，没事，大家都辛苦咯，お疲れ様，また明日，拜拜。